無我特別幫我拎嘅放淡薄數的應該接。Skype 那邊特別冚啊！我冚我 Skype 去啊！我用過一個。Live 嘛係 OK，live 係。真係冇聲氣。講嘛，點點？啊 shit！哎呀，各位聽眾，歡迎咱各位到嚟邊咧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條就質量就正啊，會介紹我特別嘅片星。我每下咧 room 節攞3、4、5、6、7、8、9，個幾兩接個。老趙講起特別嘅片，普通話有冇再接嚟啊？我用過一個 phone 接嚟。所以係咪telefon係咪把你 Samsung 嘅即係 iPhone。好大力！做咩事我冇明白，你一個 iPhone 啊，把你 iPhone 個未？啊哈，嚟講下隻問題就邊是？我本唔知係咪數，我尋晚 first 用一個 iPhone 嚟接，然後我用 iPad 嚟接，然後我用我 iPhone 6嚟，然後我去用 off 掉我一個 phone 個再 reset 過接就點樣？啊，但係咩就 restart 你 phone 啊，不到 before you start 時啊。哇，and 麻煩哦。another troubleshoot 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มอมอกู歡迎 Hello มอมอกูก็เราเจ้าผู้กี่พันพา歡迎 Hello，เราเจ้า阿漢歡迎 Hello，大家好，大家好。阿漢做阿情話แล้วก็ตัวละเป้าตัวซาเป้า歡迎แล้วก็ตัวมอก็歡迎 Hello，大家好。แล้วก็to be 歡迎我可憐啊！做咩太大嘅咯，可能先嚟 recording。cheap 都แล้วก็ตัวละเท้า咯就啲 Skype 邊個嚟歡迎 OK 各位聽眾各位這隻股啊冇嚟嘅老字輩會話話 Hello，大家好。歡迎 OK 這一個就係看呢講咩嚟講呢隻呢股啦冇嚟因為 Skype 喎以後 Skype 話就看就會話話乜嘢？是會話話到啦毛毛股啊，依嚿講啊，依講依 call 嚕，依 contact 嚕啊。咁依個就話到啲 Skype 啊哦 I think 講得唔到啦我都冇試到 anything 媽，那係就係 WhatsApp message 台有。hello 我冇嘢唔係嘅，等你嚟啦。咦是唔知咩Spencer 咩 Spencer Skype 啊，啲 Skype 都冇turn on 咗啫我特冇看we chatted over a year ago okay 哇，仲有 music 係並我一齊掉就是會話話哇！而家收到佢，呢度我卡呀收到佢俾。哦 OK 有冇學錄成講成啊你呢？如果錄成講成啊講成係咪？講得為第時咗咧呀？我咪是講講得為第時咗咧？你唔知啲嗰邊啊就是啲嘅 Facebook 我真係個對處嘛。我突然間對處啊對處一個講啊我是就妹妹講了咧，學了對處啊咧，接落去啲冇嘢話，我都成講嚟講แล้ว成講成ว่า定我看十幾年整啦，頭嗰時，then 嗰陣時嗰部 Facebook 咁啊有 Friendster 呢，係只仔年代啊，然後呢，嗰陣時嗰時用咗 ICQ แล้วเดี๋ยว你聽講冇出事個 ICQ 咧，佢 chat room 你 chat room 嘛。
但係你 chat room 叫係咪 chat room 咧？哦，你 IRC 啊，IRC 哈。哇，夠年代。係啊，你佢變講，因為有一個 group 嘅咯，咧有一個 group 係變嘅 ，OK，但我咪佢只 group 啊，呢隻 group 係做咩？group 是會使成個一嘛，都是 channel 啦。channel 嚇，是哈，一 channel undernet 啊 channel 啦 ，undernet 我個會記喎。Hello，講，誒你幫一個一隻到啲 hang out 玩頂時你隻人講嘅時候，一 cut off 嘅人嘅時候，我講 ，OK，then 你 channel 你是變靚嘅咯，then 我咪接佢咯，接佢啊就拄到一個咧是 Indonesian 嘅。然後呢，伊就 start 同我傾偈，我咪上話 ICQ 咯，然後上話 ICQ 咧，我就 start 有成日講大家節，我哋講有傾偈啦，拍拖，然後實咧有一節啊時，suddenly 伊講伊 lost his job 喎，伊冇工做喎 ，because 伊嘅頭家死了以後。แล้วอีกตกที่พอบูกังโจจะแล้วอีก講อี是อินโดนีเซีย嘛所以伊厝咧是唔知ที่大陸啦but then 伊到จาการ์ตา係會做工所以當今พอ伊無類對厝就有แล้วพอ伊本未興 rental 就有嗰陣時แล้วเราจะ guest กันอี啊嘛แล้วเรา咪講就是咧，搞線你有好線咪人咯。嚇，แล้ว伊就講 OK 當今後我第一次這禮拜上面，這禮拜是我第一次學人線，學人線嚇，แล้วนี่伊就講無你會使寄一個200塊，你看好啊哦，你看，所以我 that time 嗰時呢是 around 19歲嘅，你看啦，แล้วแล้ว19歲你講嘛 ICQ 嘅點聲就是你講嘅點聲嘛แล้ว我就 send 伊就給我地址แล้ว伊甲我講伊講吼這個呢唔是我厝嘅地址來是一間店嘅地址來啦但係當今呢吼伊無厝通大咧伊特別困街路邊啦係咪啊講哩路路哎呦แล้ว咱嘛真好笑啦佢講無你去找看有church 啊或係咪啊你講啊吼都去問看使會使落東班嗰時候咩你講咯嚇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伊嘛去แล้ว伊講一隻神奇嘅都就有 get 我知但是伊講下吼伊找到咱一個神父啊我鬥緊招伊啊咁樣你講咯咱就在佢就是在單純咯嘛相信伊啊咯咧因為咩話 send 類互伊咯 OK 等下個有伊個係 from Indonesia 拍電話來互我喎哦嚇แล้ว如果會聽到伊聲咧19歲我就有 handphone 了嘅嗰陣時，所以我就看到講一個 number 是外國嘅嘛，แล้ว伊講哦，伊是講嗰種 call center 啊，講比如 maybe 啦，就是講嗰種 public 嘅有一隻電話咯，邊啊แล้ว你會使 call IDD call 嘅，你講你แล้ว伊嘛 call 過來咯，2-3刀喎，แล้ว佢陣時你是唔是會相信講是真嘅？แล้วมา send lui 過去啊，แล้ว伊應該是一日就 lui 啊，伊就消失去啊，伊無地去啊，แล้วปุ่ม無去伊ปุ่ม無去伊 ICQ 伊ปุ่ม無去 chat room 下面物件ปุ่ม無啊，就咧 email 伊ปุ่ม無出現了咯，แล้ว就是就 send 了啦，嗰陣時，แล้ว我就唔要緊，แล้วแก差唔多2-3個月啊，你講到suddenly 有一個阿毛搞 send email 就有 send email 啦，伊 send 給幾人人啊，伊 send 伊有 because 我看到伊 email 裏面有幾人人嘛，然後伊講吼，這群人啊吼是老千偏老千來嘅，伊呢吼騙掉แล้วอีนี่กะรู้หลังนี่吼ก็แล้วเกียร์ลุยอ่ะมีก็แล้วว่า吼是騙ด้วยแล้วอีกก็ send伊甲伊做一個小英嘅時候，伊甲迄個阿毛狗做一個小英。
所以捌拄過阿毛。แล้ว伊講 actually 伊是伊I mean 講伊是陪佢見阿毛搞誒。佢睇人，I mean 講騙子咧，可是有陪過佢哋阿毛搞嘅，所以阿毛搞可本是可以撈掉咧，不有可以擼。陪什麼是成個做 escort 呢？陪伊成個是，唔係陪伊啦，I mean 講陪他啦，company 伊啦嚇 ，OK，嚟多咧是伊什麼是應該是咯，所以應該是咯。來啦。Actually，安尼款就成冇啦，I think 成個 money boy 安尼款啦。你明白哦？伊成個係你 money boy 安尼款啦，嚟 Sugar Daddy 啊。something like that 啦，แล้ว佢哋搭幫阿毛搞你冇咁運嘛，冇咁運講，伊應該是有制就講要去撈人，佢先嘅撈。所以伊應該是有 check 到伊 email 啊，是係咪啦？嗬，所以伊叫我那個 email 伊 send 俾我人嘅了咯。然後我個發現咗，哇！原來有試過你有啲騙去哦。แล้ว我落去做好嘅啦。แล้ว伊講แล้ว我問伊講你情形是安怎，伊是安怎騙我？伊講不是想嘅故事本，伊講伊無陪他食啦，係咪啦？แล้ว死哦，佢哋做好比我個較慘啊！伊學伊200塊咧，嗬，佢去食伊買好伊嘅一個玉佩啊，一個結啊，結嘅牌啊，不過去送互伊哦。不過去食哦，哎呦，แล้ว maybe 伊會使去燉啊，是咪啦嘛？積壓哦。嚇，แล้วอีเดียมาใจ講，แล้ว好彩咯，我係順勢冇你大200塊咯。特別嗬，我最近我是聽就是講，我聽冇聽錄嘅是毛毛菇講，我講我最近是能這樣嘅情形嗬。這樣子，แล้วกู一項嗬，我不是學人先本誒，แล้ว是。喲，你哋學人先啊，你都先得看啊。冇，你會記哦。但係都係咱邊咧學緊嘅有一間。喂記，講唔知咪講咪，阿咪人食夠，應該請王力宏嘅一間喲。係啊，是唔是？係啦，有啦，伊講個只正係咪啦？伊冇就講誒，就是我會對起嘅事啊。講到都好點先好啊，因為伊這邊教人家白王力宏嘅，然後王力宏會唔會來啊？你講伊在超人氣嘛？係對，แล้วรู้ใจ表見，แล้ว伊個片伊先冇借過啊？以前咧，伊個講有什麼朋友啊，係咪嘅了啊？แล้ว中國嘅啦，แล้ว參加試過啦，佢講係咪試過個幾過我聽啊，明唔明？哎呦，我甲你講啊，OK，咱講伊故事咧，就是伊咧有一邊咧學嘅 original 嘅，先，有一節啊，是伊嘛起來邊咧學緊咯，對，咱起來邊咧學緊咧是講啊鬼故事嘅嘛，แล้ว伊講伊係咪什麼朋友啊，係咪安怎啦，แล้ว from there 咧，咱嘛捌了咯，捌咧嗬，แล้วรู้ใจ哦，伊本是有寫到記目。刷胡就有，一部先有刷胡，先個高立本啊，一部係咪？伊唔是講愛累 ，OK， 咱講，哦，伊唔是講伊先個愛累，伊是就得大炮นั่นเนี่ย嚇。แล้ว特別本地人我哋啲做起來佢哋 project 係咪แล้วรู้สึกนี่是變做一個大炮啊，你講嘛 ，OK， 伊呢 in the end 伊對嚟Malaysia。伊講伊 from China， 伊對嚟Malaysia， แล้ว對嚟Malaysia，แล้ว伊就叫我係咪 try 去佢哋 wedding planner 啦，係咪貴啦 ？because 係舊 and 話แล้วมา try 去ดู咯，哇！伊講啊，嗬，伊 wedding 啊，安怎，แล้ว就是伊 wedding 嚇，唔是伊朋友 wedding 嚇。冇伊 wedding。你先人係伊 wedding 嚇。嚇，伊先人係伊 wedding，แล้ว伊就講。我係請王力宏啦，แล้วก็時呢可未必有 SH 嘢嚟啦，有啲講啦 ，OK。你講咪鉗啫，咪過年先咯。過年住 hotel 啦，定做啦，嗬。我特別我同你講，呢物件可是快 ，I mean
真正搞聲掂聲嚇，聲 ，because 伊厝啦，嗬有家己嘅 studio 嘅，你知哦，and then 伊 equipment 啊，唔是普通嘅，伊 equipment 而家是 studio 嘅 setting 嚟嘅，so OK，咱咪講下你先，แล้วthat time 那時嗬，伊講伊係 wedding 係咪啊？แล้ว就入好可能去 Auto City 係咪？แล้ว就拄到山湖，แล้ว就山湖密密啊咯，山湖密แล้ว嘛只 close 咯，伊就伊嚟嗬，伊就 call 人出嚟。山湖嘅心就好嘅曲格界，就好似好心嘅，所以就可能人愛利用伊。แล้ว個標記，แล้ว山湖就講。啊，無你 because 要做一個 awareness 啦 ，about 他們生命他們物件啦，賣自殺啦，愛惜生命啊，你講嘅一個campaign 啊，你講啦，แล้ว你講 campaign 咧，我嘛愛有主題曲咯，嚇，叫寫嚇，有一個歌嘛，愛有一個 song 嘛，叫 theme song 啊，你講，叫。咯，一叫伊寫啦，可能本地是講，伊人哋 feel 就講伊就實係，人哋會成日 feel 就講伊唔咁冇偏人啦 ，because 伊交出來嘅作品我嗬，咁了別啱人嘅 feel 嘅都就係哦。特別伊字寫咧寫出來是寫別項物件係關係啊，去萬山杯茶，然之後講什麼茶？你是寫用別人嘅歌嚇呐？對。嗰陣你到中國嗬，到中國啦嗬，伊人有一個就係講原創嘅 website，都係你原創者喎嗬，你會使去。你會 upload 你會送入去啊！你講嘅嗰種，我就嫌疑講伊應該是有抄啦，冇啦。然後山湖咧，尋伊 friend 咧，伊 friend 山湖嘅 friend 咧，佢本是做創作嘅。山湖嘅 friend 就感覺就講冇咩對比嘅，按照伊出嚟表嗬，冇咩人啦嚇，你講冇理由錄一個 composer，或者你做。也被 meet 到人嘅 requirement 嘅嘛，對，所以人就合上歸拿到了，然後有一次嗰時呢，伊人去啉酒，然後呢然後我 friend 我 friend 嘅 friend 就咁好拄到伊，拄到佢大炮聲，名別記啊 ，Ivan 啊，什麼鬼啦？你學嘅名就咩都可以叫。唔知我未記啊啦，我應該除掉，但係你唔係你老椒你知啊。แล้วhọ OK，佢喂山湖嘅朋友嘅 friend 啦，查某嘅啦，伊就拖山湖嘅 friend 過去邊啊咯，แล้ว就解講，按怎你參着安尼款嘅啦，แล้ว人就奇怪了嘛，咱講蝦米事咧？誒講，這個人真正有問題喎，伊真正大炮聲咧，你知有，你若大個咯，咪學伊撈掉啊面咧講，所以我山湖嘅 friend 咧，就有一個心理啊，有一個底了啦，等於說預防醫啊，你講樣就，然後就 start 當做佚佗醫啊，你知山湖嘅伊 friend 就怪嘅，你說山湖嘅。回來係佚佗伊啊，然後 because 伊有 feel 到 ，because 而家叫山湖都嚟講嘅，對，because 伊來有 feel 到講咧，嗬，伊達到出來嗬是無何類嘅，是啊，嗱個了是無何類嘅，其實愛嘅類別啦，嗬，咧無何類嘅，所以有一道那時啦，伊人就叫酒啊，係咪啦，嗬，一道啊，好擼車啦，擼車，安尼講表記我啦，好擼車，安尼講咯。你嘅放回去嘅放回去。แล้วแบบกินอีมาสิเพียนว่ามาไอ้ก้องอ๋อฮามี China ล่ะมีร้านด้วยใส่กุยขี่ล่ะฮอล็อกอินล่ะฮามีคุยล่ะสตอตุน我ใส่กี่ว่าเธอรู้ว่าไอ้เกียแล้วอีเดสัตก้องฮะแล้วอีนี่แอนน่ะสิ差不多愛搞那時喎，伊就攝出去啊，你知哟，伊suddenly無地去哦。แล้ว無地氣咧，嗬，咧個表記咧有人到伊個 Facebook 嗰邊留言了咯，就講講
耍虎嘅 friend 啊，就多邊留言了，講because 我暫時我係去看王菲演唱會到台灣，แล้ว之前大炮聲呢就講伊到台灣本有一間厝啊，你看，แล้ว之前耍虎嘅 friend 呢就走去留言就叫，你不是說台灣有一間家不如我借給Willy 住啦，你看啦，แล้ว伊不知頭無回啊，你知有？無回了。無回啦，嗬！咧夾一段夾隻股咧，人就知講伊 already 是騙子了嘛。咧一本無啲啊，咧無啲啦，嗬！咧我能夠去 check 到伊嘅 profile 裏面嘅，佢哋錄音啦，伊 studio 啦，嗬！原來是白人嘅 studio 嚟係。啦แล้ว是白人嘅 studio 嘅，แล้ว個邊有去，แล้ว夾幾日啊時，我手架帶我哋去看，去。看伊 Facebook 有下面 update 我就，看到人美伊哦，你是騙子啦，下面啦，給我希望，人哋看到就有，這些人我講，到底發生什麼事？伊不是丟改咯，突然在丟片下面。伊個表記啊，伊講要推薦他去張惠妹演唱會當吉他手就有。你等陣講人學嘅話講啦，我可能。伊講愛叫伊去張惠妹嘅，佢哋 concert 嘅位啊，做你吉他，拍吉他都知喎。咧，都話可能只大希望了，對唔對？佢只個啲希望條啦 ，because 佢哋人呢本是伊是去佢哋民歌餐廳啊，成日講去佢哋。restaurant 啊，唱歌啊，要表演咁嘅啦。可能下咧特別對伊人嚟講，即係是一個機會啊，對，所以人就會希望嘛。咧個表記咯，伊個請佢哋人對佢 SB 嘅位啦，伊嘅厝都就有，佢睇大炮聲嘅厝啊，去錄音都就有。所以佢睇人伊厝有 studio 咩？你講到冇 studio？伊厝內面有 studio， 無伊講伊 China 有 studio 嘛，所以 China studio 是老人嘅，佢哋小一個咧是白人嘅，都就有แล้ว即係呢 SB 嗰邊咧，係伊嘅厝，咧伊厝內面咧係有 studio， 所以即間人喎，要對去伊嘅厝去看伊 studio 啦，แล้ว就所以伊樣咧相信是 because 伊看到伊嘅 studio 是真。professional 咯，就 hello， 等陣，聽到一個在之前我唔知咩咩啊，伊講伊會 hang out 嘅 link 被 join， 伊講你你講真係500 error 先得做啊，你去你 share 以後誒click 你 share， 冇佢冇 option。more option 到咯。我看到 more option。Google Plus 有 more option 呢。伊是到啲成是到啲 web 嘅嘢，因為 open 到啲 web。是 open 到啲 Google。特別唔要緊，點解 room 1咧，我要叫伊去 Skype， 特別伊 Skype 個冇成日唔知是冇上 account 哦。Hello， John。Hello，Sorry， 我。你在你點寫可唔可上講2點啦？冇係點上2點，就是你講過咗了。冇你個實咯，我是馬來西亞點先9點咯。แล้ว我都實啊，你借聽你冷咗啦。當叫我覺得冷條片啊，覺得冷條片，แล้ว變喺學緊嘅冷半條片，แล้ว變喺學緊。มันอุตัวพาวเซนชุดแฮนด์ยุติโอเคว่ากับบอลthen after แล้วสิเลย incident เนี่ยเขาเลยหลังนี่เขาจะตั้งอีแล้วอีก講佢暫時張惠妹嚟มาเลเซียคุยคอนเสิร์ตแล้วแต่講ไอคิวอีก做 guitarist แล้ว結果นี่ตั้งโบแล้วอีกที่做 maintenance อีกกีตาร์啦มี啦
啦，去練啦，咧花只一點聲面，你看到就有咧，而安尼下面物件本無，咧安尼，你個咧是講啥發明成功上過頭啊？呢就是利用人嘅 weak point 嚇，แล้ว嚟人咯。特別我每人咯，係條路嘢。這邊算下，這邊隨便先嚇，有人就是我是講，伊唔是講要先攞談落去，伊先咧伊是要，特別有人是特性是，安尼看你病來啊，伊就愛見。好笑嘅嗬。啊。笑嘅咯。嚇，就是伊先咧，伊感覺對伊看路成個笑鏡，你看伊看伊就有。摸咗。笑咯笑嘅。真係奇怪，本來唔知啦。有啲人嘛是安尼看實性是改變啦。我別人可能成日把人 scam 過你看咯。哦，我十幾年時，即時我12、13歲了啊，然後我就去接電話咯。接電話有時 automated 誒，那個 robot 嚟講話嘅喎。講Mahkamah Tinggi 愛告我啦，後面我一頭考喎。誒，即係最近個來個對喎。因為媽咪講每個 girl 做咩事，我講愛告啊，媽咪得佢電話啦。這個是什麼？怎麼呢？係驚都滯哦，特別啊，當然嘛，招不誤啊，呢款物件。然後就係講下你，如話就係惡人啊，啲騙人咯，就係有啲騙人。係咪會招嘅人？你是講惡人是會招嘅人，還是惡人 ？Negro 會招是咩？會招是得咯。會招咪是 African 咯 ，African 啦。我叫我會招啊，我講咗惡人。然後我同你講，伊人嗬，佢只定係用佢哋 apps 啊，嗬，佢哋就係講佢哋 apps 啦，然後就我係 dating 嘅 app 呀。dating 嘅 apps 啊，咧一直 start 就成日講愛情嗰條，咧一直 sweet talk 嘅路啦，講嘅話啦，咧如啊，然後我有知道我讀到就有，嘅。之類咧，如果同啲咧，一個拍拖咧，就我結果啊，我朋友啊，我就成日笑到伊啊，你講喎，哦，伊是落降頭以後，一笑到冇啊，伊是 maybe dating 嘅 apps 嘛，咧你會去個 dating，但係講你本是真正。真 desperate 啊，冇得招博了咯，對唔？對嘛，有人講話喎，有人講話，你看啊。แล้วโอเค咯แล้วอีกกับว่าเพลงยุก็หอว่าเบสแล้วจะหางมียาเขารู้อะไรว่าแล้วอีกฮิปเซลเองก็จะ有ว่าชิวปิวแล้วหอจะซุยชิวปิวอะไรว่าแล้วก็เบส啦係咪อะไรว่า就แล้วฮะอีหลังจะเลยเล่าหลังนี่หออีกันเลี้ยวหลังล่ะกันแล้ว啦，佢哋即係學人啦，嗬，一人嘅speech 啊，嗬是像嘅，呢就一定要講意思，做 petroleum，係咪 petroleum 嘅 company 做緊嘅？啊，對。啲有啊，而家就講 petroleum 嘅 company 做緊嘅，แล้ววัน brand เนี่ย佢上線依啦，嗬就在 DC 啊，你講 AI 嚟 Malaysia，แล้ว而家節嘅是嚟咯，就係咧 ，and then 個 phone 咯，一直頭。一款吼，我教你講字我講吼，我係累啊，或者我嘢唔制要抄佢個隻 US 啊，一當然特別 tax 啊，係咪啊？你講都係要，一叫到成係 clear 性嚇，clear 性晒喎，你講一半咧嗬，呢度對嘢咯就對嘢啦嗬，咧反正呢度用 immigration，係邊個用 landline 啊 landline 嚟 call。
伊講即個是 immigration 嘅電話嚟嘅，我嘅 credit 冇咧，你會使承接 credit 好啊，到我 phone 嘅。你話話，你話亂出世嘅，你借你接數嘅，即係諗是冇。冇，friend，你撈住兜是冇。你聽我哋換我哋 case，你是我 friend，是你是我，แล้ว我當點講就係我 friend，แล้ว我 friend 呢我就去接lui 學伊咯，接40塊啦 ，for 伊 credit 啦 ，for 伊 phone 嘅 credit 啦，แล้ว接แล้ว學貴แล้ว伊就個隻 phone 嚟แล้ว喎，แล้ว我 friend 就 feel 到講就貴你講嘛，แล้ว貴แล้ว in the end 伊就冇接伊電話แล้ว冇理伊แล้ว我 friend 本是搞本啦，แล้ว伊是講順時係你40塊咧，咁伊先掉上嘅你講啦。哎呀，好潮！然後呢，會話好掉lui，但係師傅對我又唔講 something， 講係咪人騙，係咪你講一樣唔係咪？唔是一樣嗬 ，actually 嗬有一個 group KL 嘅，即係我發現到嘅，較早嘅時我甲我 friend 一樣正鐵頭一個 app，我人是 just for fun 嘅，然後我感覺真奇怪是咩？all of the sudden 嗬，前一隻係韓國嘅韓國啊，歐巴，伊歐巴，แล้ว我 friend 佢哋講哇，我講你上線咩？我講我冇上線啦，我講 but never mind，just for fun， 我人看伊講係咪？แล้ว話我解 check 嘅時候，我嚟去 Google， 就我去 image search 係哦，我去解小英，我去 image search， 對，伊會 check 看這小英是做嘢嘛？我吹到佢哋 owner。我嚟 approach 我係聽我除咗係 owner， 我嚟甲係 owner 講，所以我係 owner 攞嚟白鴿會掠隻人。แล้ว我嚟甲講，伊 owner 是韓國人哦。韓國人，伊 owner 是韓國人啊。แล้ว我嚟話伊講個哩囉囉，做蝦米，แล้ว我嚟甲伊鬥撚咯，แล้ว我甲講，哇，你做生意安尼奇怪咩？你到韓國賣 wine 啊？และอีหลายแล้วเอาไปหลายแล้ว講佢ไปขี่ shipment 啊อีกก็ไปขี่香港ไอ shipment 啊我講 wine 他們說到ไปขี่กับ香港買 wine 咧 wine 都唔是直頭ขี่意大利買ขี่ Australia 買啦唔是個 sweet 嘅 wine 咩都唔是愛做生意咩และอี就講ไอลุย就shipment 他們講哦你好我係你 shipping company 嘅他們啦我把他們嘅人我กับลูกหมดขอ咯อี就點起啦一點起啊แล้ว after that อี講อี講我有上班到 KL 係咪ต่อ對住咯แล้ว講㗎真係食 KL 講แล้ว我就知咧伊唔是到韓國而是到嗰度樣是一個 group 到 KL 嘅本是惠州人啊我背哦我 friend 我係你 friend 講我講你上線咯係你 group 嘅係你樣講嘅個數差唔多上嚟㗎แล้ว結果我撚佢樣樣個嘅講樣到 KL 真係好咧到三位嗰邊有一個 group 嘅本地是以前路啦，舊嘅背路線呢對咯我撚成後撚到啲一個講出嚟是嘅。我就講，我係涉行了咯，我咧暑假，我就涉行咯嘢，我上線咯，我暑假咯，我教你講，按照你鬧我，你講你特別 honest 教我講，我好會，你講個攞出嚟，我傻啲傻得嘅。我知道。我同你講，我本是荷蘭地嘅，咪貴喎。你講我暑假我試啊，我等我出去，你使夾就冇累啦，係嘛？我計講嘛，佢講 actually 我們做咗嘢，我們實 transfer 淡薄貴咧，好啊，成了我貴啊，我計知道 cancel 一個 disconnect。即係英國去超嘅人俾做先有真正濟人用 internet 做嘅，伊個數據了是上嘅，伊人講即邊你有一個人上生命甲你，伊真正好嘅，伊死了伊無真正，人吹干那吹彈你爾，吹彈你嘅名爾，你會彈伊個機會甲了，特別呢即邊嘅攞呢伊個機會特別。兄弟那邊人本地誒
咱本地嘅 bank account， 所以你特別開咗你 bank account 一邊頭先，你今日用1000半嘢，你會開啲你 bank account 了，你假人你嘅一正盤，咱開嘅 bank account 了，咱個係何你伊嘅機會，舊家唔知幾哪千萬啦，嘅會啊，嘅會，ผู้กิโลให้แล้ว叫你哦，แล้ว叫你คุยไอ้สิแล้ว這邊唔知係咪算老人較這條線咧？即係老人啊，你看我本捌嘅，有成個我嘅朋友嘅爸母啊，是咩？伊人啊唔是講人，你知無？伊人是伊人究竟呢誤會嘅人，แล้ว伊人世界即係世界嘅款。特別啊，伊人當咗 internet 呢，伊成個講起啊，แล้ว internet 嘅物件，咁แล้ว伊人相信呢，我唔知係咪數。Because 你先嘛，咪嘅 concept 先咧，後你變咗咁 vulnerable。拄着一個人啊，伊人是拄着一個人啊，伊人梗係咬住佢講啊，你走啦，我走你意思啦，呢個是齋，特別當咗 internet 呢，伊成個講起哦。Because yang tebuk kaki bo confidence 嘛，伊 internet 嘅有你未曉咧，變做成部驚。我成日伊人成個看到 internet 物件，伊想講較 official 啦，是係咪？伊較印象先啦。就是人少年人啊看 internet 物件，看了較濟 internet 嘅物件是騙嘅。哦，你嗰一個，樣到 Gmail， 我人嘅 group 邊咧學緊有一個，本時咧隻 group 嘅等講伊要咁advertisement啊。得先 report 伊啦。我 try to block 伊人嘅是。用 PayPal 嚟行路嘅，我樣佢咧本正搞笑，嚟講愛俾係咪 old coin？你學緊你得嚟有，你邊學緊 page 啊？伊有 send 到 comment 佢俾我講伊係咪伊是 collect all coins 嘅。你 report 伊啦 ，report 嘅話我 ban 你。我唔知得傾喎。我一個早嘅時有走去我個一個 friend 嘅 page， 不是想學我人去推，然後我講我有一個我翕下咧 Malaysia 嘅 one cent 去咯。哦，咪是攰咯。伊講伊係，你講俾幾類，然後我講我人俾18萬。你唔好講我俾20塊。冇佢講唔俾18萬，因為這是係咪清 dynasty 落嚟嘅，我講。都唔使去。你好笑咧！伊講係咪啊？伊講 OK， 你學往係你 PayPal 嘅面啊，我 send 係咪你？你位 friend 我白咯 ，send 可以咯。用一 send 啊，咧我看咧冇好笑，夠講嘅。特別伊類會嘛啲喎。PayPal，伊講用 PayPal send 啊，你 PayPal 你特別可以類名 email，at least email 嘅貴嘛。แล้วไวเฟรนด์หอยโลชิงใช้มันได้เสียมีเช่าไว้อีเมลหอยแล้วมันจะหอยมีว่าโกย地址咯แล้วอยู่เนี่ยเซ็นจะ receipt 過來啊被包講貴啊喎 But actually 是冇貴嘅，我掉貴個班。老人嘅แล้ว after that 伊講我學貴頭係你累แล้ว你ไปเห็นว่า係你 postage 嚟講 something 係แล้ว講講汪少河咯一隻班人係是把 Instagram 嚟嘛？有一個有啊，我同你講，我講你個數啊，講你荷蘭嘅嗬，所以的差唔多成本啦，咁了嘅面嘅差唔多成啦，講誒上下面，你講咧，แล้ว有一啲啊，上手錶啦，拍 present 啦，แล้วทำกิจเองมีกันแล้วหอว่าขวา啦。然後 EDS 自己伊就來搞了本是成本咯，本了，แล้ว伊就講伊係咪 US 嘅類上啦，伊係咱 Malaysia 嘅 custom 係 charge 係咪類啦，你講啦，แล้ว嗬，我係無上嘅呢是伊嘅 custom 嗬，唔係是講還啊話一個查某嗬，本到對於我話都就有，本到對於我話，แล้ว伊就講咯。kamu punya kawan lah, biar你講還那話喎。แล้ว會講，你還那話正，正誒，還那人嚟誒，就是你partner，查甫還那人誒咧，伊就講咯，伊累當今嗬就扣掉了啊，แล้ว你特別
剩嘅類嚟啊，嚟俾อีฟอร์ม啦แล้วจะเป็นเขียนฟอร์มแล้วก็ไอ้ไซส์啦係咪啊ในความโนแล้วว่าไก่講โอเคเดี๋ยวกินแล้วว่า講ตั้งแต่ว่าจะพ้นตัวหอรู้啦ในความน่ะแล้วว่าจะพ้นทีหอ airport is custom 都就有我講都係講舊啲話ในความ係少ไอ้講冇啦都叫 scam แล้ว啦ในความแล้วก็โอเคเขาใช้แล้วว่า冇 send ลุย啦แล้วอีก個隻 phone 嚟攰咧就定係你講อีก個隻 phone 嚟嘅時啦我就計講我計講不要緊啊你可叫伊寄伊類可你扣掉伊內邊嘅類咯你但係伊寄 US 10嘛แล้ว你愛5,000嘛你咪扣 US 嘅類啦อันนั้น佢咪咯我免一堆嘅嘛แล้ว伊就講啊哩路啊嗬แล้ว我直頭計講不要緊啊你看叫伊堆起啦你人送伊堆起送伊堆起แล้ว伊就冇個再 call 嚟了กู幫伊是學人嘛แล้ว把路人用上嘅定力嗬定嘅 pilot 嚟嘛 end 到嘅 pilot 啊係咪嚟講我聽我冇聽過有成下แล้วว่าตั้งแต่佢เอาว่า佢ไป把路กู幫是學人嘛學人講送下咪 gift 啦แล้ว叫佢接類可以แล้ว把路人冇用學人แล้ว直接幫人看了係你衝上雲霄佢有嗬係你用 pilot end 到 即係電視機啊衝上雲霄啊佢係 end 到 pilot 嚟 add 路啊佢講我送你手錶送你 bag 啦要做我 girlfriend 係咪แล้วแก啦你小英係本啊 stop it 用 Facebook 嚟 add 路嘅嘛真係我冇แล้วก็sampai baru Instagram ya Instagram 我掉掉本baru Instagram 但是我唔靠付費係咪嘅你講咩baru Instagram 嗬伊人真正 suka 透露朋友嘅 photo 嗬 create 一新嘅 Instagram 加是 Facebook account 然後伊來 add 路嗬伊就講叫你嘅電話 number 幾號你好哇actually 伊人是做下面件伊寄你電話 number 過後哈伊去買一個叫 Steam Wallet 係咪嚟 Steam Wallet 意思講人 game 嘅 credit 嚟gaming 嘅 credit 啊gaming 嘅 credit 嚟伊 process 係做伊甲你講比如講你 add 我啦嚇你甲講BBB 你電話 number 幾號咧你學我啫我笑我學你咯嗬然後伊過後就甲你講頭先我 send 你code number 去你 phone SMS 你會使學我係 code number 啫就係 reason 伊 phone 被 access 啦伊 key in 錯 phone number 下面物件啦你可以咯 so when 伊有下你 number 嘅時候伊就第 Steam Wallet 下個 key in 落去 then let's say 講伊俾150塊Malaysia Ringgit Steam Wallet 嘅物件啦嚇伊就 automatically 嗬接你即係 mobile bill 嚟伊接你電話費我知啊而家有人 mobile payment 用嘅電話咧是你都俾可以你 code 一個 verify 一個所以是用你 code 咧每你 code 咧就顯示Oh my god 哇你掉即係 scam 嚟講你去係你電話公司你嚟 complain 冇那是掉 scam 頭一個愛 contact 你 bank我意思啲 mobile phone 計 charge 同你 mobile phone payment 嘅表安尼款就不要緊啦不要緊啦咁是世界冇法度你做事嚟長壽跟住嚟發貨啦我記日早起我看11點我是坐落去做工我就叫了一個安迪伊就講伊是上個 Australia 嘅 Unify 呢款伊是 Telstra 嘅人了伊就甲政府做一個合作找着你有互人 hack 你愛互我 remote access 互你嘅電腦開電腦了迄安迪講買啦買開啦我就袂曉用電腦你就是袂曉用電腦就是愛開電腦開了吼伊去 remote access 去伊嘅 bank 嘅 information
哦，Oh my god！ cash advance 我看價2000塊啊，有account 好彩啊，แล้ว伊 cash advance 就比較緊啊，伊就係啲伊用 credit card transfer 去伊嘅 bank account 咯，แล้ว叫伊auntie 去伊嘅厝後尾嘅 supermarket 去買迄個 Google Play card 互伊人。แล้ว迄個好彩迄邊嘅迄個 manager 伊猜發生蝦米事啊，有真濟人叫過啊，伊講他咩報馬達。哦。แล้ว報馬達了馬達就叫伊來拍電話互我啦，互自敗 bank 啦，แล้ว自敗 bank 就我就接電話咯，我就解咗。哦，你兩做 process 啊？是我人咧就是愛 cancel， 特別有一個 team 來做咯，來去看咯發生蝦米事咯，特別愛 log 愛 log 伊 online banking 咯。哦。看 bank 嘅啦，有嘅 bank 講，你家己互伊人 access 嘅啊，我是你 authorize 嘅人，我無可能我還你累嘅。哦。看 bank 嘅啦。嗱，安尼款咯。然後有一個 case 咧，是我剛剛做嘅時，有一個查某，伊人騙伊愛買一隻bulldog互伊，然後伊就真係歡喜咯，互3000塊澳洲鐳3個月。了，伊就啲迄個飛機表單咯，因為這邊嘅人飛來飛去嘅嘛，伊會放啲內面嘅嘛。但迄個查某囡仔佇 Brisbane 嘛，了伊就去 Brisbane airport 等咯，等了3-4點鐘無來，伊就 call 我人講 I want my dog， I want my money also。然後我人喊我人講哎呀 ，OK 啦，我人搞到 dispute 咯，我人講互迄個 security team investigate 咯。但係啊，幾十里啊。即啊，好一隻人了嗬。Australia 真興啊，話到這荷蘭佬。呀，做 Australia 我聽告訴。我定我 friend 啊，伊 Indonesian 嚟，你是我 classmate 啊，我讀 master 時，then 伊叫我做伊 referee 就吹工，到3包啦。所以伊講伊要吹工，所以叫我做伊 referee，所以我講 OK 咯。then 有一日嘅時有人 call 我，伊講你朋友啊。start 做我工啊，我無做我物件互伊啊，我把路要報埋來，我把路要 find 伊，你看物件就，你我講蝦米發生，我唔知講我朋友趁工本咗咋，所以我嘛 call 伊咯，等伊講伊把路真無用，所以我講 OK，等後伊 call 到對啦，伊考咗咋，伊講有一日嘅時，伊收到，伊看到這個 job。on Seek 還是到落去 Seek.com 啊，等伊嘛去 apply 咯，你伊無去 verify 人是一個 genuine 嘅 company 無，伊直頭講 OK 我 accept， then 迄個人就甲伊講 OK， 把路我寄一米幾百千互你，入迄個 Western Union， then 你甲我 transfer 到一個 account，all you need to do is 甲我 transfer 鐳呢。你一個講你知哦，佢互伊 account 你知哦 ，then after that 我 call 我再 call 伊嘅時，伊就甲我講這物件發生咯，所以我講你看咩報埋來，所以伊看咩報埋來咧，佢就 call 伊嘅 bank cancel 伊卡 send 伊 block 伊卡，然後 call 佢 fraud 嘅 bank， 有隻 fraud 嘅成個字眼講嘅咯，有 fraud 嘅佢哋 division，so block everything， 但係你人佢直直 call 我咯，就係哦，伊直直 call 我，伊講先就是 the referral 我人把路嘅叫 police 嚟隨路啊咪㗎了就，แล้ว我就 call 我 friend 佢就打我講你係蝦米，你係我 address 我 phone number 㗎了哦，伊講冇我係你 phone number 呢，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就去一大 uni 嘛，大 campus， 所以我就去 uni 隨伊 ，then police 本來㗎了，寄伊 statement 㗎了 ，block everything，so hopefully luckily 伊冇出事啦，thank God 伊冇出事。
啊，無要呢是掉係啊，啦。個你嘅 information 㗎了。哈，就是驚死我咯，知哦。我講做咩事？你安尼錄誒，無講去看人有 genuine 嘅 building，genuine 嘅 company，你甲去甲人講 yes，哇，激死人！一隻樣呢，一隻樣呢，把你都 bachelor 讀呀，แล้ว去讀一頭去讀 master 咧。แล้ว我家己咧，我家己咧就無當定掉樓。古早我到檳城嘅時，咁嘅講啊，我做工Citibank 啊邊，古早我去 BMG 到 Citibank 嘛。then 有一個查某伊帶伊囝嗰陣，然後伊來甲我講，誒，我嘅囝吼，真正甲我畫圖嗰陣，畫真水嘅，你甲我買會使哦，我賣15塊安尼款爾。then 伊就撕了迄個 A4 paper 白色嘅啊。就寄互我咯，แล้ว我本無去看，本都只夠錄咩，但夠錄咩唔知咩事，一條空頭啊，你就，แล้ว我就學伊累咯，我就學伊累，after that，伊就行，伊就較快走啊咋，แล้วafter that 我行下裡面叫我開起來是夠細，伊在畫，喺啲囡仔輪住畫嘅drawing 啊，我掉啦，แล้ว個死命，我可以15塊。恁假使明見就 I think next 2 days 嗬，我看到伊家伊囝食 Western food 啊，到迄個咖啡店嗰邊。哦，你講尋日咁成啲？有啊，累去食 Western food 啊，死鬼。OK 啦，要我物件好路過嘛。我直頭掂到300行啊。嘅上起來，係到啲處理掉咗。哎呦，你 maybe 你上起來見下隻下邊真正打你。他哋未必是真正出名嘅，他哋都行咧病學咧搞畫本個水個嘢驚畫。誒，特別別講嘅咯，你看下當今唔知別家幾廿百萬嘅時候，應該成日看佢啲嘅咧。交嘅講上基本係錄啊。講到邊咧係一條啲 First Avenue 嗰條。First Avenue 是到我上邊去 ，First Avenue Political 那邊呀。嗰部啲咁大㗎。First Avenue 是頭條咯，我哋。June 啊，hotel 邊點呀？hotel 啦，成交度正。啊，成交對面。成交對面係直接做。哎呀，未見講啦，邊咧學見你 announcement 咯。OK，我講先。OK，邊咧學見。我 start 都念個 B 嘛，咪都講先。OK，我為報告邊咧學見特別到啲新疆時做一個 gathering，我特別每個人 opinion 學成。我頭是拍算講哎呀，應該都嗰個調下有。頭時我係 weekend 啊，想講拜幾時車，唔係講車幾啦，人講新疆下一個禮拜，新疆係拜2是拜3下？拜2啊，新疆拜2，你拜2了，下禮拜5還是拜6？我講啦，我要做一個，我去一個 buffet 咯，然後我去食 buffet 啦，我自己愛來啦，我自己俾單名 organize 咯，然後我去講好一個位。แล้วลองจะไปเตียบนน่ะเขาจะเตียเสียสวัสดิ์講แต่我講有落一人嘛แล้วลอง來แล้ว好累แล้ว佢去食แล้ว食飽了嘅時候แล้วก็去落อิ่จ้ะ落อิ่มัน是上間喺阿美9點落咁咪早起4點แล้ว早起4點就得去食落地站嚟所以嗬你有乜做啊？嚇？你有乜做呀？來 Brisbane。我會去站嚟 check 得咯。OK，那我講咧所在性啦嚇。講唔話用。嚇，咩冇聽到話嚇？啊，我咪講啊，講得好，講得好。我咧到底一直嚟為咗到底叫做買除有幾個 hotel 嚇？唉，冇錯。so 我去這個位咧，就是叫做 settlement， 到底加南到底邊兩個位嘅 settlement 是到底係咪攞？等我未記起，等我 check。Agarroad 啊 ，Agarroad。哦 ，Agarroad 啊，這隻阿公啊。下面嘅。然後係依個 Agarroad 嘅位，攏去 website 係 settlements.work。我等，我未記我 Skype 可能看，伊是個 working space 嚟，然後我係一個
我甲因為我嘅nephew 當邊做工嘛，所以我叫伊，等於我甲伊嘅我 nephew 頭家參詳咯，所以甲 partner 個人啦嚇，伊學伊算我伊本錢㗎啦，成日所以伊講啦，係咪嘅開嘅 room 可能嚇，是啊8點鐘，我份啱咩8點半，咁咪就得起4點半，แล้ววัดเดียวหอลุยอ่ะแต่เป็นลูกลังแมนหอลุยอ่ะแต่เป็นลูกไอเตี๋ยมันไม่ใช่ฮะแต่เป็นลูกลังแมนเป็นตัวละตัวสิฟรีละแล้วถ้าว่าชอบลองของอีเช่อีเลย because I feel เดียวอันนี้คนไหนก็เนาะหลังกันแล้วตัวเดียวเป็นเดียวตอนเนี้ยshit หลังเขาเดียวหลังเขาจะ settlement จะไป哦呀 nice 你怪水啊！所以到底一邊不只是，我睇個貴多啦，睇個貴碌哎呀，死字唔是隻夾字，我想講意思，不只是我叫我嘅 nephew 嚇，嗱，伊為啥你看咯？我在 co-working space co-working space 伊到底真闊位嚇，แล้ว有 projector，แล้ว有 microphone，แล้ว有เก้าอี้ใส่擺，然後咧嚇到底邊闊位，แล้ว咱กันแล้วขี่下邊咱一擺咧嚇，咱ขี่特別唔見梅嚇，咪砧板咯，可能我只部飛被幫曬人抓掉，有幾有花盆，有花盆，bỏ你嚇Australia 興幫到嘅路邊。阿長可以 gabus， 係咪到嘅講咩？哦，可以 gabus 係咩意思？叫氹配佢啊！哦，特別係氹配。gabus 其實cork啦，你彈起來就彈飛啦。咁你變然後我講我未病，你食飽了人佢了橋病做燒落鹽。幫曬對啦，咁樣落鹽。幫曬佢哋。不，OK，所以anyway，幫曬。落音落架仔起時啊，落音落架仔起嚇。流曬啊！你看。去食物件。然後食 breakfast 咯，after 咱落音啊，嗬。我哋個 idea。然後我就是講伊個所在，伊所在只闊嘛，然後伊個人老咗一度聲，咱個未想講亂着人咋。即我去隨伊，我隨伊個好咯，然後伊好本來伊隨人本錢，伊無想講談人喂啊，喂，伊隨我本錢，然後伊隨我想講讓佢開講啊，佢會開伊電嘅款，然後是伊講伊有伊個可能伊個咧。有時咧 coffee instant coffee 嘅 bag 啊，可能所以咱今日愛困時嗰陣泡咖啡嚟啉。แล้ว我嗰時間就講啦，伊迄邊伊講伊頭前嚇，因為咱只暗嘅嘛，伊頭前是伊嘅北京嘅啦，其實北京是 free 嘅啦。然後比，但是都愛北京嘅 building 咧，伊是一塊一點鐘嘅，咱算啦，一點鐘一塊啦，一禮拜邊。OK 啊，แล้วแล้ว時嚇，伊個有一間 hotel， 但係伊 hotel 是伊嘅上濟公司嘅啦。แล้ว我甲伊講，若是講我知講定到有咗一人有興趣要住啲伊嘅 connected hotel， 伊 hotel 叫做 Urban H Hotel， 伊接掉嘅 building 嘅。แล้ว我本身咧我拍水本啊，所以若是講我到下邊睡一間房間，我會幫曬咯。แล้วรู้ปัง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ปัง我自己睡啦。พวกเดียวหอบคุณปัง嚟幫曬嚟咯，嗰個人。未使我辦得嘅，你諗咩做乜小事啊？但係我唔得，我等你唔頂啊！咁咧，嗰邊叫我往時阿 John 係何往叫 number 嚟幫曬嘅。你咪知我入去幫先。我俾看到若是講住人有興趣聽到這錄音，唔是講住人有興趣想要俾大 hotel 啊，什麼時候讓個聯絡我咧，我個仔講阿個會講下邊有幾間房啊，是住人有興趣啊，然後阿個我係隨款價錢阿個是就這啦，我講幾可能就冇要大咯。特別要付費我這邊嚇。buffet 唔是 buffet， 我啦是蘑菇啊 ，buffet 咱 consider 得落啊，你感覺得落較好啊，蘑菇。Jen 較 better 咯。唔是 June 啊 ，June 是我整 sushi 嘅名叫 June。Jen 是香菇香格里拉啦。對。Jen 是老鄉啊。對，老鄉。OK， 是講你感覺老鄉嗰邊好啦，老鄉有所在，成日講可能做隻本啊。
哈对啊，แล้วก็แก้錢ก็係個100塊睇啦，100幾塊。97 net แล้ว那是Citibank 有20% off。但是你學 Citibank 嘅 credit card 啊，你講？呀對哈。แล้วอีกต้องขอดู 20% off。呢個係กันแล้วเอไซฮะ OK。ตัวอาจารย์จะเปย์นั่นก็หอด้วย咯。ฮะ？จะเปย์นั่นก็หอด้วย啦。哦，咱先意，我冇估好咯，我估啊。冇咱先意佢好女啦。我兩走嘅了你，哎呀我。你見啊，咱咁直嘅字咯。Oh my god！我見盤我其實使倒咗邊呢條啊！我講100多條。等你係咗你往隔離600多條咧走。แล้วปังเจียวปังไส้小หุ่นกี但是你冇 Citibank 嘅 credit card 係啊，你學毛股，你 cash 咧毛股夠你出咯，咪嗰陣 discount 咯，係啊毛股。誒，都冇啦，冇嚟咯，我先你咯。冇你計講毛股夠 after that 你學往你 bank account number 往 transfer 好咯。after that unfollow。我夾超標好咯。嗰時 block 毛股咪可以看到。我 actually 佢那是都只係就 weekend 拜六啦。伊無算是 Chinese New Year 嘅假期了。Chinese New Year 嘅假期是初一加初二呢。所以初三開始就是 normal 嘅 price 對。所以伊有講啦，伊嘅本有講，那是講咱有到 certain quota，伊個可能 discount 過。哦，所以咱夠錢啦。你計講幾多個正版啊？你話搞成冇啦，我是計講estimate 50人咯。我講你會學話會有30，哦，所以我講嚇你會學話喎。你依個會 no problem，依個伊 set 一個講呢，好咯。我講我當時冇近日節呢，我諗個盡量亂呢。依個 no problem，咁樣是 happy。講錯話啊！自買幹啊！Yeah， 自買及小幹啊！我 sponsor by 韓嘅 bank 嘛，你知道？自買 bank。嗰時邊啲學嘅真係是出名了，搞到穿條紅色衫去，啊 ，OK， 一班。搞到你要穿紅色衫 ，OK。then 就是講，我有當時我感覺到，有個人聽講，有個愛得派時出來是100塊。特別成隻屎太難爆會使嘛？啊，成講100塊上借你嚟講，你咩件？你碌太難爆啦！阿 John 都學紅包阿 John。哦，你自拜，我學紅包咯。誒，你舊年啫嘛 ，John。阿 John 都學自拜啊！我攞嘅攞好紅包嘅掉啊！麻辣哦，你教演了喎！你話落阿肯都話教演了，你哋好啊？我啲這邊教演了，我啲馬來阿妹個。啊，對，我不是我當為你先教演個。OK，anyway，我咪當我當為你先教演啫。所以冇算啊，仲有冇算。Good idea。特別學掉時特別學 US dollar 嘅時候。我老誒，學到大筆啊！解哦。But anyway，我所以你看到人特別，我俾每兩嘅opinion 咧，就是其實應該講是個外婆人鬥嘅不都買用路對邊嚟哦？有啊，我對我切一堆啊。OK， 所以我唔知 ，OK， 我俾每人 opinion 就是講，上早個影響到人家己先正係 plan 掉。然後我是講就是講人個 either 是拜個，還是禮拜個是幾號啊？拜個實是8號啊，拜六是9號啦。因為是講人咪是拜六咩去食，還是拜個咩去食？要拜個較好盤。做咩事？你拜個較渣。特別我學白人。拜六半 A 啦，拜六半 A 因為我禮拜對，我禮拜。哦喂，你落去落架，就去一路大一路開車啊？拜六冇啦，我好快過賽車。OK， 我 try 啦，我是看，你本身是 prefer 拜個啦，然後我個看 generally
有人，我是感覺有人唔使做啲做工嘅嗬，แล้ว伊個 weekend 嘅來係什麼啊？是掛鋪人 weekend 嘅。阿John 我是 OK，伊就拜個拜半部半對。OK，即係你人本來我是想講有可能是真正是個人伊根本是對來嘅，所以拜個拜啦本無成差啦。That means 是拜個往去食部飛，接落去就是啊。等陣拜個是1、2、3，拜個先是斜四。哇！你講我哋群都係對嚟哦。耶！大粒包對嚟。我 try 看我頭家好啊對嚟。我把路甲買我 ticket 了，所以我切一堆。你切一堆啦，了 OK 了，所以我俾看看咯 opinion 咯，啊無我幫住啲即個 poll 到啲 somewhere，即做 poll 啊。Twitter Facebook poll 啊 ，Facebook poll。OK，咱去邊啲學嘅嘅 page 嚟，了我做隻 poll 看，咱到底 prefer 拜個還是拜六咯？咱這邊嘅人咧 room 入面人咧，拜六。OK，拜人。我拜個。我拜啦。來人家講啊，阿涵。我拜啦。拜啦本啊。拜啦本啊。阿 John 慢慢睡啦，跟阿涵好啊。阿涵有啲好啊嘛，你。你見阿涵我飛去 Melbourne 嗰度 celebrate 啦，你看。咩？你啲嚟？你飛啲嚟？แล้วก็有人教這邊嘅人係我會 broadcast live 啦，特別我冇攞未 join，特別攞會看到。所以咱若是有多啲邊啲人，咱就使來參加咯。若是咱到無對嚟啊，到國嘅啦。但是你到邊啲人都特別係來現場啦。但我是我看到你是邊啲人，你個 tune in 我 block 你。隨時，天狼啊！了個有是講下，因為是真正是嘛，咱無落幾個數啦，是講咱每咪隨別行話啲嚟落啦。了落啊，真正幾個數。誒，特別好，那是我人無攤對嚟，你都無好我人 join，我人嘛無攤，我人嘛更加好。是你看咯。呀，我解啊！那應該點嘛？我講嘛是對嚇。現在可能看見啫嘛，冇乜人要來。แล้วcharity work 啊啦，你 cover 為 fund 就對嚟。cover 你 fund 啊，當叫我叫做是本就叫做好個，唔叫我幫住你地人講可能好類嘅事。嚇咩嘅？大家叫別人學嘅 subscribe 啊，個10塊就夠啦。邊個10塊就夠啊？個10塊Aussie dollar 就係喎。Ringgit 俾冇 ticket 啊。แล้วฮัสซีลุยใส่ละมีบุญเนาะแล้วฮัสซีลุไปหลายแถววังก้าวไอ้ติ๊กก็สิเป็นนักเก็ตทีชิร์ต所以那是你穿เป็นนักเก็ตทีชิร์ต咧就是當做你ตัวเนี่ย不多嘛用俾我啦我俾我要喎你 OK 啦你上面是你短咯你才接來咯哎是你看我係實 join 啦 even though 我冇對不會我俾你生喎啲嘅喎，俾你生咧 join，俾你生咧，然後你接嚟往嘅現場 settlement 就會。我係黑到你生了嘛。你話人家了係咪講人 promote？你係人家來嘅時候，人個協調應該了，人嘅變咗學見情硬更當嘅了。冇係人，你有時人要見到被 keep 邊咧學見嘅 page 也好，你我幫他們 question 咧好人，你嚟就講人誒接住嚟有興趣俾到學到啦 message 我本啊 ，message 我。學到有蝦米 facilities？我以學到嘅 facility 最好就是一大條到底係你網頁咪會攞，你使去幫曬乜嘢？你 enjoy facility，你做乜嘢？你 enjoy facility，你俾有拜到了巴路應該是在外 stress 到個咯。If 我去到學校 I need to get away. Maybe 我I need to get away. 一時小人人 business 嘅人，你家開嘢嘛？你新嘛？你家開，你使去看伊 hotel 叫做 Urban H Hotel。Urban H 啊？H 或者 H？HIJK EDGE 啊。Urban， 哎呦，阿 John，Urban H，阿 John， 啊，你睇我咧，啊，到嘅。
咁有人近 call 咧，表明都幫隻 topic 出嚟，有時你咪幫埋啲 hotel 嘅名出嚟咯。我當見唔冷會看嘛。啊，แล้วลองก็ว่าเก้าสี่即係幫隻 episode 先介紹我有 detail 較濟啦，所以我先幫佢。แล้วลอง就成個講會有大 hotel，maybe 做隻 Google Form 或是 something 咯。แล้วลอง就興趣 hotel 人 contact 我，แล้ว是我介 hotel 人講 ，OK 我當見會有興趣人會來人啊個有10個人嚇，แล้วลอง會到下邊 hotel， แล้ว會ไม่ขอ discount 好多นะนะว่าไม่ guarantee แต่ปีอีก็ขี้ไก่เลย hotel เลย owner ทำเสียงอ๋ออีกคนละเดี๋ยวนั่นสิก็ลองก็叫多處啦，實多嚟處啦，ลอง對邊個叫多處啦，咪是個叫多處咯，唔要緊嘅。你講要緊，unless 會幫晒啦。如果嘛多處，如果嘛好玩接 broadcast。是啦。我是講亂來啦，會對佢買到 hotel，你當到 hotel 係當用掉嘅時節，你唔是隻招嚟嘛？because 隻阿冇飛。個對佢做幫曬啊，然後你嚟俾葫蘆買好玩接 broadcast 啊。曬路穿 T-shirt 就係接啊。你攞嚟 T-shirt，嗱是講攞部 T-shirt 嚟講係我面青曬，多嚟幫面青。別使接。別使接 18FX 啊！我哋看下 decent exposure。T-shirt 人咧就學買20塊 T-shirt 咧嚇，就趁接，你免到 already 有嗰邊啊，那是冇嘅嚇，你買20塊 T-shirt 咧就趁接嘅咯。但是講你冇 T-shirt 嚟講，你學10塊，但好薄啊，面掉你講。我穿紅色嘅 bra 條，我穿白色嘅 singlet。走㗎啦，其實。我攞啦，攞啲頭整下。But anyway，我愛那一人來就對啦，然後咱翕嘅啦，成邊咧學嘅你 T-shirt 到底咪翕小影。你看到佢哋是幾個，咱唔知幾個，愛得是5號、2個、5號是哦，2個8號嘅是9號。做法 consensus 成個是差唔多一半。你放咗唔會。แล้ววิวาว่าก็เจ้าเหียรู้ป่ะก็ไปด้วยอะไรกับวิวาว่าบุกไก่กล้องเดียว你個 message with hi 幾好用下喎呢個唔好講廣東話，講福建話。福建話不是我廣東話。福建話。我 banana 嘛。banana 話 potato。冇啦。你見招漢族咯？你見招漢族？你講係 banana 嘛，แล้ว嘛 potato 咯，แล้ว福建嘛是一見招，我是 potato， 我是漢族。potato 唔是漢族啊，橄欖族啊。是咩？唔是漢族。漢族是 potato。Oh my lord. Okay. แล้วก็มี question about เลยแล้วก็ gathering hopefully 咧จะเจ人來啦。我講我 expectation 咧是個50人到150人 within the range。我講哇！嚇你坐你 cousin 去啊？使。咁樣來。咁樣來咧，攞 OK，攞你使等地來，你免講成個講哦，若是講你愛來一下啊，嗬，啊走去入仲嘅一個讀啲來啊，啊是講貴名嘛，我落搭去時點嘛，所以你咪是使等地來咯，你咪咧現時一早來你使靠我搭過來。แล้วว่าสิแล้ว continue 咯buffet continue สิ靠老咗啦start at 6:30 ฮะ John ทำไมแกbuffet start at 6:30 โอเคแล้วหลังก่อนจะขี่อ่ะก็มวยแล้วไปก็สิ seafood team แล้ว Saturday สิ international อ๋อก็เจ๋ย上尾就 seafood 啦冇做ไปก่อนseafood 是到ไปก่อน哦 international 不有本來啷個嚟 international 個了OK 啦，攞你。然後我每晚嘛，我小弟啦，可以個咧嗌埋嚟啊。我啲份嘛可以去食啦，食咧講對處啦，แล้ว那是講嚇，那是講個另外一個 offer 就是講Jan
那是都好 that 2個月8號嗰時9號 or that early week 啦，that week 裏邊啦，最mother parents 生日。所以伊有對伊個歲聲來 discount，但是伊個 mother or father 有70歲來講 ，that means 伊個 birthday boy or birthday girl 有70% off。係一個禮拜啊，還是係一個禮拜，係一個禮拜。嚇，แล้ว伊會使坐10個人，that means 人攤啊，冇10個人 include 係個 birthday boy，that means 有9個人攤 get 35% off。喲！cái complicated complicated特別我看過幾號嚇攞下這禮拜就是講1個月3不2個月3號到2個月9號人係知啦2個月3號到2個哎呀我知到到下禮拜我知12號冇攤 discount 了每個下禮拜咯會使每款幾歲咯？就係講伊幾歲咯？if 那是50歲嚟講冇50% off，然後伊使坐9個人。我知個10幾啊。But anyhow, so 毛毛菇教我 research 咗咁時啊，伊這個所在就buffet所在，了教這個 settlements 頭嘅介伊尋常咁時嘅人，sorry 我冇聽到，伊食 buffet 所在是啲道路，係蝦米菜館？嗱，古嘅 Shangri-La，古嘅 traders 啦 ，traders 就啲咁大邊嘅。古嘅 trader 當然話佢 Jan 啊嘛，冇了嘛。他那是叫蝦米？他那是叫蝦米 ？Sorry， 我錯。Jan Jen。Jen，佢哋是我咁大。咁大邊啊呢？這裡是客棧還是菜館呢？客棧邊，客棧那邊嘅 Coffee Garden。你識到古嘅 Shangri-La 唔是 ？Hotel Jen Penang，一時頭條冇是冇？古邦嘅 traders。杜邦嘅 traders。St. Giles 係對面。對 ，St. Giles 對面啊。OK。St. Giles。煎正是食煎嘅物件，我食tempura布拉啊，煎糊，落叫做煎嘅。แล้วโอเค所以ลอง拜個還是拜六啦嚇，羅節可能最主要有興趣。但我後邊我當見煲嚇，我當見咧。阿 John prefer 拜個 seafood。呢個係咪？我是講我頭時想講拜六咧，就是外鋪人家會來，是講。真正是有可能人已經無工咧，所以未必拜個不要緊咯，對。我是安尼款想啦，特別我唔知講就對讓愛得自己啦。都做鋪咯，對鋪行。做鋪咯，看住較濟咯，得自己較濟咯，9號8號嗰時9號較濟咯。OK， 我當點去做。OK， 人講成，人去 continue 講下人先呢。了when the episode 放出去嘅時，應該是我會較知 information。OK， 人講到 Jen 嘛，對無？人講 Jen 邊啊？你後面人炒人先咯。first ever 嘟那個，我第 start 啉咖啡嘛，就跟 uncle 行過來，後生啊，我人真正有緣吼，我人直接甲拄着吼。因為我後生愈大愈大，古邦大愈來，我甲伊講古林咯，伊講古林啊，我本是想哦，我阿羅斯打過來，講哎呦，uncle 哦，我係親戚直接甲出事了哈，風險我過來檳城啊，把路我無匯對去，你會使互我淡薄類無，我佇即個坐巴士去甲即個jetty，吼，了坐甲jetty去了以後坐火車對阿羅斯打。我甲伊講，安哥免緊啦吼，我真正無會去找別人吼。我釣嘅時是安哥穿條黑色嘅衫，了伊夾條一卡白本怪水嘅皮咧倒嘅啦哈。我甲伊講無插伊咯，我加幾下子我去嘅時啊，我見安哥過去甲別人講上嘅話喎。我好彩無互伊先。有你冇插嘢啊？你炒？我冇插嘢啦，變得太濟了。那。你行鬆鬆行，一天那個我無類搭巴士落去，互你搭巴士無。咁那會使講，伊會告訴我。
直接告訴。呢個諗應該係講哦，我是 try to 依個講伊 send message 我特別我冇收 Skype 我冇收啲 message，我看到伊 account 特別 account 冇開，我叫伊寄伊個 username 好啊，伊個冇寄伊 username 好啊，哦等陣哦伊把你個寄，伊就寄 screenshot 好啊，伊寄明明寄唔到人啊伊 message。冇估啊！這裡間 hotel 可能是客棧呀，伊菜館啲大陸呢？伊菜館啲 ground floor lobby 有嘢 ，on the left hand side，伊 renovate 過了。伊叫做咩呀？哈 ？Coffee Garden。Coffee Garden。哈。Coffee Garden。แล้ว是 buffet 來啊？掉去了。哈 buffet 來哈。Coffee Garden。我可能話地址上冇上嘅地址，冇就是你一頭間學掉就掉了，伊是隔伊到一個，伊個我知，因為伊個 coffee garden 嘅地址是達到林水亮，Jalan Datuk Lim Chui Leong。哦，你是另外，你是 standalone 嘅，另外一個啊，另外一個啊。好，你是另外一個咧。嗱個，嚇 ，OK， 所以嗰隻有個一個 coffee garden 啲。間 hotel 嚟樓啊！因為呢，look main entrance 接去 on the left hand side。main entrance，OK， 等我。你諗住頭先6點半就實隻嚇，諗個拍邊個？計邊個？邊個？嗱 recording 是啊個，諗期間咪個8點半9點響實咯。即係9點正咯。9點啦，9點實啦。無聊咯，嗱。要 limit time 哦 ，limit time 係冇 limit time 我咪是幾行嘅咯。我你是講 limit 嘅 limit time buffet。buffet 嚇，唔會，伊6點半 start， 10點半了。伊所在只看是免驚。OK 啦，因為有咧遐一看到哇，一班人咧夠食，但係甲人講袂使過2點鐘咯，免食。哦，無啦，迄個是 stand alone 嘅較有安尼款嘅 happening 啦，啲 hotel 咧無嘅啦。伊無驚人 complain 伊咩？反正早人 connect 到伊袂。有啊！我隨着伊啊，就這是阿 John 喺啱唔是個位咩？伊未曉，伊未 join。樣比較話是唔是？伊講伊互我看你咪500 error 本。哦 ，OK。誒，我verify 我做啲 poll 啦，啲 poll 是唔是 February 8、February 9，然後 Friday February 8嚇，แล้ว遲時啦，แล้ว遲個是 February 9啦，ไป遲個遲啦唔是啊？哦，遲個遲啦。等我看下嚇。嗰啲遲個咧。啊，遲個 ，sorry。遲個。Okay, Penang Hokkien CNY 2019 buffet and recording. Buffet 6:30, recording 9:30. Okay, got location more details come later. Where 這路都係這裡到咯。我特別 Penang Hokkien Facebook page 好。Facebook Penang Hokkien。Penang Hokkien。我冇講可能講㗎。係啦。lang keyboard 啦，我看現場看到一人。耶，我冇了。live 嘅人們去。Where？我去 Facebook 嘅 page 啦，即係 Facebook group 啊。group 啊，yeah Facebook 嘅 page。你去 facebook.com/Penang Hokkien。Not the listener group. Not the listener group. Listener group is private, it is public 嘛。Facebook.com/Hokkien. Up pin on the very top 應該是有可能。The second after the recording live show. Penang Hokkien. Is it Penang Hokkien podcast? Penang Hokkien. Yes. Facebook.com/Penang Hokkien. 你看到阿 John 呢邊啲 photo 啊？毛毛菇啊，Misu。還沒數。我冇想知，我都唱反調呀。好啦，我冇想知啦，咁樣去照朋友博咯。
哎呀啦，就切啊！我活了。原來是路。等我看我 at 緊。70個了。阿邊都快掉呀，快掉係先。來你搭 refresh。看你我看你我 connect 只can聽講。啊，82集。嚇，82集。I 講有夠啦。我俾叫加，因為前隻撳咗 keyboard。你個咧前隻就會嚟咯。冇來就怕。死啊！等陣我想下。你自己收喺哪點正一位？點半正啊，差唔多不是打。哇，真係等咯。แล้วแต่พี่แบบกี้ 會來個。等陣我會 try to connect in เนี่ย John 決定啊，馬仔我過去切就被揸車。OK，感謝。OK，拜拜。Good night， 拜拜。Tapi tolong tahu lu mai kong ini ya ha? When lu 看到ini ya sih ya. Because 我唔知要用這個名咪。亂下俾老闆仔啦，我唔會佢用。我唔知要接哦。哦，大粒頭本未對啊！不，我到底 Skype 會唔會 at 這個人？哦 ，sorry。一部啊，你話喂，咩一 call as 一 phone call 啊？依家部咩好用安怎 ？Skype 冇咩好用。我冇接到未啊？依家是 phone 呀。我 hello， 我想細聲啊，是哦。冇啊，唔是咧，我都冇看到伊 join 過。冇啊，伊成日冇 accept 伊 call 過。伊後尾伊 ID 啊嘛，然後咪是 join add 伊 to the conversation 咯。特別伊冇 pick up，伊 accept lu 會咧。我有 message 咗伊啊，伊 message 特別伊 call 伊 ring 掉無，伊無通。Maybe 伊無 accept 我，唔知啊。Anyway，你講你講咩？告訴我咪講咩啊？咪講名咯。OK。你問伊看使有聲啊？只看。等陣下。อันนี้กูว่าให้นอกูจิต prepare ไอ้กูไม่ connect เดียว last month สิตัวกันก็มาสิ last month 2 months ago สิแล้วโอเคต้องกินไว้ก่อนฝรั่งบอกก่อนเดี๋ยวเซียนเลย告訴我就是兩條線佢豆夾一條線佢哦會係兩線佢哦冇哦搞咯วันนี้ gullible 有兩樣事情啊，我講做咩事人會 enhance 人一樣燈成個像嘅，一用你 weak point 嘅就，你那是 weakness 實際上你特別做luôn係咧，即做好你 guilty 啊，什麼啊？我當時是做好多驚啊，做好你驚哈，對驚咯 ，guilty 啦，做你 weakness 咯。有人接過迄款神棍嘅線哦。神棍係啥物？神棍啥物啊？好神棍線啊！你迄款人啊，講伊是蝦米會曉講，哇！迄鬼嘅人啊，蝦米啊？古靈過嚟啊！I mean sorry, shit, motherfucker! I've been trying to not to say that. I just said it out loud. 哦，嚟啊！唔呀，你人。我聽到你聲啊！你出聲啫。哦。你出聲啫。GLSK。出聲哦！我聽到伊聲，特別伊無。Oh no! But I said not in this call. I'm gonna try calling. Or ring 伊無，無來個。Okay. 我 ring 伊啊，特別無 pick up。OK。OK 啊，小打下禮拜我都真係笑掉。安怎又講咪講？
無回話。你冇回啊？哦，伊講伊聽袂到你聲，伊 accept 了，伊聽袂到你聲。伊冇 pick up 個 call 啊，我 call 你冇 pick up，伊冇 answer。我俾 tech support 尋做 show，我 show 就講啊呀，嗱呀，我看到伊 join 啊，當然聽到未？你名咩名？你叫咩名 ？Hello， 叫咩名 ？Hello， 古靈哥，我叫伊 answer 我冇法啦，做咩叫伊名冇 answer？古靈哥我人伊 maybe 未聽到人，伊未要用 Skype 喎。唔知喎。啊。你 century 我現在 can't hear my voice. Okay. 我唔知啊，我被做 tech support 尋做 show。你每款被叫你講，你冇嚟講到到小弟啊。OK。別人個你應該點不可能先過哦。我是 at least 不少計浪。有人 try 啦，tapi 我唔捌。有誒，成個 casual 咧，成個有一個當我去拍油嘅班，咪是去拍油啲我嘅車是有人來講，我嘅車未行，我啲等啲 roadside assistance，你會使接我成個個 call 無安尼款嘅物件啦。特別我看伊無條啲來，我都無看到伊嘅車，伊是喺路邊啦，伊行入嘅，所以我講。哎呀 ，sorry 啦，我冇相信你。sorry， 我冇相信你，我有相信你，我冇留意好你。actually 我知道，你講起咧，我個時候都知道是啊，點解不講過本呢？我到底要點頭前啊？就伊就就我來啊，伊甲我講，伊後我看伊咁就面 nursing 嘅 student 啊，你係咪記得伊車牌啊？แล้วไปขี่ตลอดแล้ว伊佢甲我價在10塊20塊，然後แล้ว我講 around Christmas 嘅 time 時本，有我直頭直入邊講 ，OK， 嚟你甲我講，我講我嘅鐳我是有我要學鐳本，特別我要再講鐳當金是有影是無影，你看到我邊。OK。我講你是線話還是無線話？伊講有影，講 OK， 你看到我講，我學鐳鐳一學你摕掉這鐳去，你再講，但是講你不但有機會是會幫助到人，是打開手到人，是你都要夾這20塊去打開手幫你人。啊無，你一世人摕掉一個 burden， 你我可以20塊。你在簽咩？你講緊在簽，我冇講緊在簽啊！人若是知我，人知我係先發前陣女嘅，佢哋前陣女嘅特別啊，睇下係世界啊，你都要確定先嘛。睇嘢咯噃，睇下嚇，所以睇下我真係我極屌啊！我講第一遍頭前我講佢聽，我講我冇插你，唔是我嘅問題，你問題唔是我問題，我冇插你啊！我冇相信你。我是 feel 到我就是老師我計講咯，我就是計老師計講，我計講我冇相信你啦。特別你要教你當面看到我邊講你正實無正實咯，但是講你正實誒咪好咯，用隻鐳拔刀有機會是你打開手人，但是冇嚟講你反而你講你隻 guilt will carry you as a burden forever。แล้วOK แล้ว做到毛毛菇伊講 OK 嚇，所以伊有幾哪嚟煮啦，有幾哪煮，但伊講 recently 我甲伊白 soft 即個 case 咯。OK，it's happen， 萬人袂使講伊講啦，人袂使講伊係咪？但係實際人唔是講啊，伊用你 weakness 嘛，就是講。對，伊撈掉你會，伊是話幫助，大講誒。豆沙包，大粒包嚇，你幫住揾大聲我聽到啊！最幫助，大粒包幫住我聽到。哇！我了，較大聲句毛毛菇。Hello，個大聲句哇！OK， 豆沙包，你幫住到啲 publicly， 所以我後來來俾你學嘅。大沙包 shit， 一路徛了幫住海洋仔了，這是個好勢。我冇徛了半久。你一直嘛，你一直。
我知路人個了愛困了，有咧到 Australia， 有咧Australia 個地下，我 entertain 路人啊。你咩班就人聽到？但是你來往誒邊咧學見咧，誒先正 gathering 後到啲 settlement 時會嗬，你咪來咯，你咪來幫住我玩看嚇。我夾咪去再見佢啦，後你幫多聲出來。免放曬就好。啊，幫佢啷蝕去啊？了來默默講。OK， 唔是，咱袂使，你是人便宜嘅相信去咯。OK， 依家只看大波講話講。佢是學人啊。早伊唔知講是學人嘅，伊是7月尾時解講話 start online 解講話，了 voice call， 誒物件，了講到真係講到Deepavali，馬路 recently 過嘅Deepavali， 24號，所以22號嘅時，誒就是 end story 啦。了伊講，了伊就寄互伊小英一條，哇 ，David Beckham with all 食一頭毛。OK， 伊叫一個人嘅 friend 啦，了，伊講伊是伊來，真係印度，了伊是英國人 ，OK， 英國出世，喺German讀冊，當今到日本做工，了就是講真係 sweet talk 甲伊啦，但伊有攞到已經 try to 愛騙伊了嘅，但咱朋友伊個會真係醒目啦。伊頭一擺就是愛情包裹，就是講我會寄物件互你啦，咪 parcel 啦，係咪物件？แล้ว伊就把伊真 smart， 伊就講唔係，我無時間打包買物件互我 ，OK， 一錢打包無通騙掉了。แล้ว過一個月後，伊個再來 try another try 啦，把伊一擺是講伊有 material 條 stuck， somewhere 到了伊愛去 claim 出來，所以愛有一筆錢。แล้ว咱朋友個真係厲害到直頭講，別，你咪甲我講 material 物件，唔係，我未曉即個 material 物件，所以我無興趣在。OK 咯，個再過一關咯，你就 start 另外一個 tactic 了，到11月頭嘅時，定是得啦，伊是甲伊講，我當年我愛來找你，然後我會幾號到，我嘅 connection flight 是 from 日本去 KL， แล้ว我 connect domestic flight 去檳城，我 book 到 Eastwood Hotel。แล้ว11號 ，OK 啦，咪講，大啲話 Queens Bay，yes， แล้ว that 我咪係俾 massage 佢，that 3 months 嘅時候，แล้ว嘅朋友就真好了，伊有嘢條一條 David Beckham 嘅小英啦，我頭毛嘅。伊有嘢去，我冇 David Beckham 啊，แล้ว伊就嘢去個嘟去 develop 去寫小英，แล้ว這寫小英頭家講，小姐，這條小英我寫真啊這擺啊，真係條胖機。แล้ว我朋友講冇啊，我頭一擺嚟寫啊，伊講冇可能嘅，我定寫這條小英，我係認真打波，人打嘅數。那朋友個別車仔哦，แล้ว OK 呢度上線咯 ，OK 攰，แล้ว到交Deepavali 整一節，แล้ว我朋友度即間度拍電話我，伊講冇估啊，來我問你一個 airport 嘅物件，procedure 嘅物件，แล้ว發頭我是接啲電話แล้ว我本是 roughly 肯計講我冇車你看啦，แล้ว我嗰陣時是12點幾 nearly 1點了。แล้ว我聽แล้วก็บ่มี清楚แล้ว Alex 都真係個男咧講冇估，อัน這都冇靠到啲戲都應該去每個啲係咪數，แล้ว冇靠伊知了 sorry 㗎了50,000一日接來 US dollar， 伊講 custom 條就講廿條嘢你 confiscate 嘢類，แล้ว個愛行 tax 計日到啲即係50,000 US dollar 出嚟。伊個 tax 是12,000 Malaysia ringgit。呀，แล้วอีคอแล้วก็唔要緊，個成日大媽語話講嘅咯。另外一間查某用個咧一面上面話啲，伊卡電話架一間先講啦，伊講未使你都愛holiday because 乜就係 public holiday，custom 無開。無人做工，家己工人無夠，所以當期我愛帶去割，係咪物件？咁了，blah，
你要相信，你相信，แล้ว我就聽電話咧，我就哇，真係未熟啦，我就人哋講咧，已經打不過電話拍電話嚟咗，拍電話嚟學錄還是學伊？學伊，點我這邊寫了，伊邊個在不錄伊都在哦，點寫打哈，แล้ว等到from 12,000頭寸6,000。給你個 set， แล้ว我就未好寫，แล้ว我講4點幾แล้ว我講未好寫，我講我 call custom 咯，我 call custom KLIA custom， 我會講today morning 啦，你早起有 detain 一個英國人哦 ，from Japan 嘅 flight MH41，แล้ว伊就笑啫，伊講hari ni tak ada lah, hari ni semua kita detain itu Bangladesh lah. UK punya orang tak ada lah. Apa cerita? Itu gimana? Ilmu itu Taiwan saja. Apa tu? Lalu kong. Tak ada lah, itu penipu lah. Mana kita ada teks. Lalu kong lalu. Okay, lalu朋友ก็相信一半，ก็冇相信一半。แล้วอีกก็叫我拍電話。心個女，伊個叫我拍電話講，無你甲我拍電話去伊斯坦梅，我講免了，我講是假了，免梅了，我講 custom 已經 confirm 無伫頂條阿咪人，你做咩事個愛去找 hotel？ 無，伊講伊愛坐飛機來找我了，我買物件甲了，便等伊來了，我已經個也 unbelief。Oh my god！ 你意思上講意思我冇白白咁啊？แล้วว่าตัว講แล้วโอเคอีกก็卡電話嚟，我講不要緊，你幫因為要兩粒 phone， 伊可以另外一隻 phone， 我講不要緊，你可以 speaker phone 給我聽，伊講話，哇一聽者，哇伊荷蘭嘅 accent 出來，哇顯氣，我講根本都唔是哈利波特嘅，都唔是哈利波特嘅聲，都是 David Beckham 嘅 English accent， 好先謝咯，點解你嘴唇舊嘅，你荷蘭都愛啊？吹真舊舊嘛，不要緊，是講 ESL 嚇，ESL， 荷蘭是講，唔是荷蘭嘅事，但係我講唔係講荷蘭事，我講係惠州人嘅事，唔是講啦，荷蘭就是騙人，你惠州人，แล้ว你聽到伊個聲成個惠州嘅人 ，because 佢哋是 African 嘅 accent 嚇，有對啦，有成個你去邊？喂，你是講係 Albany 嘅 accent 喎，你是美國人嘅，美國嘅荷蘭，你是美國嘅荷蘭，我知你有聽啊，我係聽，嚇，我係聽佢是唔是？成個 rap and 你看你拉唱歌，看你 pattern 啲都對知啊，係啦，你呢度解講。我未了，同佢你按照買幫我，你就愛 help 我，แล้ว我就甲伊講免幫，你免 help 伊啊，同佢6,000塊，頭寸1,000塊，你個會相信咩？嚇，แล้ว我就講免啊 ，OK， 你知道可以 suggestion， 你講同佢你 call embassy 可以，叫伊去找 embassy settle 㗎了，你免出聲，伊講別，伊講伊愛需要你去食飯，不要緊咯，你一頭booking online 一頭追KIA 迄間。頭嘅 hotel 可以，我講你就可以傾大，你講伊無背脊，我講不要緊，只頭 call McDonald delivery 可以。伊只頭尾，伊錯伊 over the phone 都知哦，伊講你應該計未出人啊，係咩啊？你咪大佬啊！正嘅真面目冇個出嚟。嚇出來了，交尾啊！假如講500塊，伊冇幫過啊。From airport 1點幾啊，講到 9點半，包咗隻 close case， 500塊，伊本買幫過硬愛。然後咱朋友真係上心，伊甲我講一句話，我真個人我愛jacket可以試。伊甲我講500塊我可以要，所以我會使入到對這個 relationship。哇！我唔會啊！原來是成個條棒頭片啊！一條棒頭，我講你唔捌看過伊嘅。伊想講伊海500塊咧，就會談到對 relationship。你甲伊講話到對會很 sweet talk 到對，我講無可能嘅事。你甲伊講你幾學你500咧，你甲伊 sweet talk 哦。所以呢，看你去叫我幾個老學500可能學你 service 冇咁好，免掉 curse 個。是不是啊？睇那幾個老係 standard 就好咯，就係。
對啊，中國嘅嗬，no 個人鬥過，所以你講過這個 lips 舊個 curse 你計講個起來個把 call 去嘅壓點個好個 service 個好個。冇啦，冇啦，依下 situation，這是一條，這麼樣，這麼是要有一段點聲，所以你 develop 嘢feeling 啊 ，expect 尤其是你成日講你 expect relationship 嘅時候話，你做，呢就是條啲，可能偏見㗎啦，嗬，咁就是條啲要用你 weakness，一隻搞除你 weakness，用 either 是用 fear，啊，或者是用你 emotional，啊，你變咗只 irrational 其實，變咗你成日冇。人可能成日冇被明白講，他們物件是做對，他們物件是做唔對，可能嘢。一考個博士喎，你我計好笑，你我按咗佢help，你按咗一考。啊，你冇一隻相嘅心是相對伊嚟，嗰是正式嘅感情嚟嘛。嚇，你一個 worry 咯，冇我原諒伊，我冇咩伊，แล้วอีกจริงๆเวอร์อีก็อันนี้ท่านก็กัสเตอร์เห็นจ่าบอกก็ใครก็ว่าตัวไอ้สั่งอีตุ้งหีมาใจว่าตัวไอ้สั่งอีตุ้งหีแล้วบลาบลาบลาแล้วว่ามันก็โอเคแล้วสั่งอีตุ้งหีสิโหat least อี有到ตุ้งหีก็จับเชง咯都冇咩去插伊嘅字แล้ว咯哇อี樣講咧個微笑個真㗎咯 next morning 個真係屌咩係咪㗎咯個真係㗎咯啦อี個真係拍電話嚟咩啦 SMS 嚟咩啊 message 嚟咩啊 until next morning就是咯，就是就係講係你人好咁嘅啦，唔係是會搞到拖累呢。你嗬，樣這樣嘅人嗬，唔是干那到馬來西亞，嗰陣我去中國嘅時候，我冇聽到樣響對中國嘅查甫，唔是響，樣去個中國查甫咧嗬，魯媽，個喂中國查甫個相信呀，個計生囝個，แล้ว after that 夾條女啊嗬，囝冇計生嗬，碰見人。冇問題是，伊真正嘅人影伊無看過誒，你 at least 看過伊照個袂要緊，你知道？冇看到。即個學配嘅嗬，我聽人講真濟嗬是用 WeChat 下邊白頭生嘅，你人個講價俾飛機票，可能過來中國個個人教應個人生囝下種個，樣是人真正啊，真濟啊，可能。有陣時唔是講我看袂起樣學配，就是樣啊，可能人學做個往前啊。但係你未使講叫學配是會招安尼隻我配呼我啦。sorry，舊嘅水豚咧，舊水豚咧。舊水豚乜上咧？我就係啥啦？即係交代，我即係有唔明啊。但是我冇 clarify 下，即係就是按照咱 racism 按照 start，就是 because 咱嘅 vision 就 narrow 咋，咱看到是係貴肯，咁啦，一直我再講咱看到咁啦是黑人，但係你講下你咁啦是黑人水準高嘅人，咁啦就是人哋看冇好嘅。你我這邊成個我嘅朋友咧，我特別做工嘅你嘅啦 normal life，你變咗成個你係一個人成個拄到冇好嘅等人啦。等人查甫啦，電人安怎？佢啦講，無佢啦等人查甫，唔是你看超寬嘅，佢啦是成個無好嘅，特別是咧就無公平嘛，對唔對？對啦，我知啦。對嚇，特別設置又冇人哋講咧，是變咗咧，人成個就講講 ，OK， 人看到黑人就是偏見，查甫看到黑人就是偏見嘅，可能。有咧答，真一隻讀 online 可能係個隻是偏見嘅。所以是講，你使講看到到啲那些到啲 WeChat 啊，成日俾。嗱，是講看到隻黑人，咁你講話，咁你都比較細緻，迄個是比較緊。伊未出現講伊是黑人嘅，伊用別人嘅時候，因為真一隻有只隻 WeChat 走嚟 at 我，咪是想用國嘅人，用group 啦，迄個偏見嘅 group 係一隻是迄個人㗎啦，南邊到啲偏見，南邊 group 啦是黑人，特別唔是㗎啦，黑人是偏見，特別這邊真係細緻字講這話。我不到就是可能就是不對，可能就是唔是干那黑人。你 microphone 換起啊！你 microphone。喂，冇，你 mic 聲較夾起。OK，你講咩？唔是干那黑人呀，嘛是有當人台灣嘅人真正搞做偏見嘅，伊人假如配是電配講成個有 bank account 嘅數啦，嗱咪是你荷蘭類了，人嚟
冇，伊人用 virus 嘅 computer virus 去 infect 你嘅朋友嘅電腦嘅 contact list，伊人徛一個 page，搞了伊嘅 contact list 嘅 contact，搞了講，我有啲台灣了，我拋棄我嘅 passport，我你特別好你會使叫我你上到是你嘅朋友，特別上是你嘅朋友啦，是伊嘅computer virus 嚟。我咪講攞咪聽到啲美國係最近嘢，佢只是 email 線咗成個 phishing 嘅 scam 啊，แล้ว beneficial 你其實 email 咧係看嚟成個officially 成個 Apple 或者 Apple 嚟啊，係講你 password 你 message 有人會 log in 對你 account 即係 security 你只 log in 就去 check 看，你可能因為是只用條線嚟看。有啊，我有調過哪裡 email，係 Google 嘅本有 Apple 嘅本有。所以我特別去 check 看伊個 link 嘅了是有 verify 伊是 from 咧。Usually 呢，是講你看到講 ，OK， 你是你嘅 Google account， 還是你嘅 iCloud account 唔好時，我是冇對 link 嘅，我至少接去開機去 iCloud 去看。但背包嘛是，可能講下阿咩物件，你對 verify 看即係係咪冇你 transaction 被過啊咩物件，可能你是。你去到即係你背包嘅 base 是冇嘅 message。我冇查啦。我所這是 software 啦，佢 email 啦，當然俾啦輕嘅啦，那是講啷個啦，人有聽，咁啷嘅爸母講，電視機新聞大家本有播嘅，賣聽係你電話嘛加嘛 ，high court call 來啊 ，post call 來啊 ，DMV call 來，加了是嘅，無影無食嘅，嗰時嗰一個 PDRM call 來，本是無影嘅。PDRM 係咩啊？Police Diraja Malaysia。所以伊人若是愛掠路，伊人無插路，伊人就來到你厝，伊小路一條。當今啊，這邊我上啊，這邊我有啊 US， 一個我喊我隻朋友掉咯，我朋友啊，伊拍電來嚇，伊就 telephone 嚟講，我這是 IR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ncome tax。伊講你其實啊，不欠你政府你就知。你講我有當佢我累低㗎了，我講我被單掉，但是你冇 transfer 過去你累係咪啊？我都被上叫乜打起嚟了。แล้ว嚇掉啊ਹਨ。แล้ว伊講我在你就是路啊，你嘅 address 係咪講佢呢？แล้วก็วางตัวที่ก็เขาตึงแล้ววางขวานแล้วตัวที่ก็เขาก็นั่นสิลูกบัวหอลุยอะไรกันวะแล้วหาสิจะจับบอลลูกใช่อ๋อแล้วอีตัวทำไมพัดแต่ว่าหออีเป็นยูโรอีก講อันชัวฮะอันชัวว่าอันชัวอีก講ว่าตอนนั้นตัวพี่กับลุยแล้วพัดแต่ว่าหออีเป็นยูแล้วสิก็วางทองกี้ก็จะเขาอันชัวตอนกี้ว่า出去是被掠ว่ามีจะก็แล้ว驚就ก็แล้ว什麼事情啊就有只這一 detail伊有啥个伊做工嘅電話伊不有，伊係你不有，所以說這是用是你 security breach 是啊，像成個講最近係你嘛是咩咧，Starwood 誒咧 Marriott 誒之類嘛是條 breach，伊 membership 嚇，你咪是貼條 sometimes 貼條 information 咧，用你 information 嚟下路都就，一所以可能人哋可能人啊，有冇好像冇好事嘅。照呀！我毛毛菇嗰個好了，佢直接揸住你擺燒啲講，你咩毛毛菇唔是滷啊？毛毛菇嘅煲。毛毛菇煲。嚇！你燒掉，佢你講你驚華羅利啊，同佢掉 block 掉，一再歸檔啊！我愛你啊，伊係咪嘅？我是JB 係咪？你攞買得計講邊啦？那是講我驚同佢會換車，我後路100萬，我未好見啊！來冚佢電話，是啊，真係謝啊！佢哋 call 來啦，蝦流人啊，騙路啊，而且你 information leak 嘅了是，佢嗬，看我特擺 register 物件嘅了，我是用我 phone number 嘅，了 ICI number 我冇用到嘅 ，ICI 從來唔捌收到佢哋 call 嘅，但係我特擺收到佢哋 call 嘅，所以證明是即個人 Malaysia 嘅即個講 personal act，我感覺就是冇靠唔住咯，我感覺到。你兩個有一項冇，我覺得拍廣，即唔是線啊，即係是拍廣告是被 scam， 唔是 scam， 用曬被 promote 被物件拍電話來啊，係你拍電話你電話當今樣嘅即用曬是經用你家己嘅，我你電話 number 咋，成個你 number 我後來 phone 嚟成個你我你厝嗰邊，可能 area 可能咯。
แล้ว我當時冇聽咧，我就唔知啦。我是唔知是住，我是冇聽咧。แล้ว有當時來到我定攞一個字是我朋友做緊嘅，伊嘅電話是一個機電話，伊鋪 call ID 是一個機電話。哦，伊樣好靚哦。解呢咯，當然問係 problem。又見人是講你教大浪嘅爸母係，講係有佢哋為下人講下自己下面嘅冇好事，下面冇事嘅係，又見又有夢想先生，就講當然只有借咧，可能偏線到啲嗰邊咧係。你嗌嚟講，你講等陣啊，我確定確定你個拍嚟，你是拍電話俾你驚看，還是 text message 或 WhatsApp 樣看樣好事。特別搭到教到啦，是冇嘢啊。十到本是冇嘢。So far government department 嘅人從來冇打電話嚟，有時擺銀行打電話嚟，銀行打電話嚟，伊用 number handphone 打電話嚟吧。伊是真是銀行嘅人嚟，伊打電話伊用 handphone， 我錄個伊無一地好，我講你媽會使用 handphone call 我唔應該學你學我知 anything about 銀行嘅物件。當然都是住你學我名，當然我愛 call bank 嚟㗎嚟先，是頭冚我電話。你而家用 normal 嘅 phone call 好啊？而家大媽是話，我講你冇是冇應該用 handphone call 啊？你 manager 是最。嗱，冇 secure 係咪㗎啦？所以design 㗎啦。一個機電話線嗰人，你看線人嘅利用人，人冇好事。那是 bank call 咯 ，bank 嘛是愛每路 question 嚟 verify 路先。係啦。But usually 安怎是真正嘅 SOP 嚟 verify 咯？伊是叫你名，還是叫你念你 IC number 4 digit？看咯 bank 有不相嘅嘛，我人嘅 bank 啊，就是愛那時我人 call 予你啦，就講媽媽Mr. 某某姑，你會使學我，你會 full address 咯，你會 date of birth 咯，你看咯。我有一個 security password 嘅，我 bank 是，我 bank 每一個 question 嘅，然後我特別 answer 係你 question 咧嚇，伊甲我講 information。我這個是你拍予 bank 嘛，那是 bank 拍予你無相。哦。bank 那是你拍予 bank 啊 ，bank 就會問你會 security question 落嚟，你會 mark 住蝦米名，你會 pack 住蝦米名。對。然後，若無你會 mark expiry date，若無是看你嘅電話 match 唔 match 你嘅 profile。แล้วก็อุด last transaction 我把個小電話可能撈嘅啊 Oh my god 哈 DC Oh my god 我把個小電話行險我冇撈掉啦特別 OK so 我知道嘅時候我落到即係幫我出啲我知道嘅時到底我銀行拍電話係話伊講伊問我 OK 佢即係然後講即係係咪 bank 嘅 security 之類啦你講，你 verify 咧，伊講我有你 recently 有寫 check，啥其實早幾日是寫 check 哦。伊講我當然有3條嘅 check，單條未 clear。伊講人哋講 security 嘅 software flag 伊 ，because 伊講我冇寫 check 嘅 normally，你紅險寫幾條嘅 check，所以伊就問我講是唔是我嚟？然後我講冇啊，我冇寫隻，我講我有寫隻是你呢，然後我教人假抄嘅人我有寫隻呢，特別我最近我都冇寫嘛。然後我就伊就講，伊講你嘅 transaction 伊就問我講，伊就即係即係個有385.5塊6萬嘅看路寫冇 ，OK。嗰一個785.5塊25鐳下路寫，然後就係講唔是啊嘛。你我講冇啊，講唔寫得，講你使限時嚟我哋 office 哦。如果伊冇到地方嚟調，講你就俾限時嚟我哋 office。你有冇嘅我哋 take action？Because it's over holiday weekend，我是3日 holiday 8日 holiday。你拜個是風好啊？伊講 before 我琴嘅時候，你嚟講你琴日關嚟咧，我哋就 take action，所以我咪去哦。伊就講我講話3條證，我就寫3條證，但係都冇講只借類啦，借本啦。特別伊個300幾塊、700幾塊、400幾塊嚇呢。แล้ว我咪是伊就講話 freeze 往 freeze 你 account 啦，又未貼掉你，未當掉你了呀。你講好個仔，嗰陣時講伊兩部 cash 嚟講係，伊個亂係 cash 啊，又未貼，又未
貼到對嘅講，你特別去 file police report 咧，後 court case 咧，又嚟貼到對，咁就麻煩啦。而家 before you leave my account 你較用，因為我度見咯 ，OK。對呀，我講 OK，拜一嘅時，我account freeze 㗎啦，我先 account number 物件。拜一嘅時，伊人個要教我貼 email 咧，講我係寄你 follow up，我係 case follow up 係嘛？多啦，伊個接掉幾日就拜六禮拜個拜一 holiday 接掉個咧 whole weekend 係3日啊。伊多為寫無上嘅接唔知幾條，多差唔多係50千。แล้ว我講哎呦死哦！แล้วสิ貴啊，唔要緊啊，貴啊嘅時哦，貴啊是你 weekend 啊是個點幾刀貴，我個叫我看 information，個叫多咧個了差80幾千嘅了，會先會 take from 我嘅 checking account 啊。แล้วยังเขาว่า看我係 check 啊，ยัง嘢去 withdraw 啊，伊是要寫3個人無相嘅人去 withdraw。你寫人名，แล้ว我名呢？伊是睇我名 spell 唔對淡薄，我 address slightly 唔對淡薄。แล้ว我 account number routing number 嗰是我。哇！แล้วให้你 check，伊按照 print out 一張上嘅銀行嘅 check 喎。嚇，特別係咯，是 fraud 咯，就是伊印出來嚇，伊差唔多，伊是 because 我知 US 啊，伊唔是銀行，伊唔是你使其實個 third party print 嚟 check 本嚟咋，特別要 verify 嘅你 bank 啦。แล้ว所以你使成講其 third party print 嚟 check 出邊冇相關嘅 check 成การ์ตูน啊什麼啊。แล้ว伊即是成個只破糖啦，可能個怪大條本嚟 check，แล้ว伊條 information 咯，該這點啊，我驚死我當今我刷去我 account 嗬，你累嘅แล้ว我刷去被下載，對唔對？你咪我都冇用 check 嘅嘛，แล้ว下載 account 啊 checking account 啊係淡薄嘅咯，有時講只可能貼掉本冇貼掉呢這類啦。即是講有路有年有一個 account， 所以銀行call 來不是真嘅，伊人是有年是 flag 起來，然後來 call 路，讓你 cash 嘅話，唔係 cash 你 check 嘅人嘅是假咯，伊有人後尾個先知啦，明明係個了咗。哇！因為伊講伊人有真濟 case，講 recently 真濟 case，แล้วยังตัว already high alert แล้ว啊，伊講ยัง真濟人，ยัง講我都唔知，ยัง是安尼可能係講你有看到你 check 下，anybody 冇 possible 有看到你 check 人，一定 take from 你 routing number 跟你 account number。check 卡用先，未怪啦，卡了嘅銀行。較濟是買好路用 check 了，即邊啲人講啦，伊人被 phase out 了啊，伊人講買用 check，特別若是無 check 呢，我真係坎坷，有嘅物件較方便，我用 check 去行類，所以特別用 check 難做。係咪物件？你係咪 service 係咪物件？較向這個我行報紙嘅人啊，行報紙是一號啊 bill 啊，我用 check 行伊較方便。應該做 electronically 啦，就是咱大人叫伊用 electronic 啦，特別好。第一方面是 electronic 啦，我第一暑假是 electronic 啊，我啲辦曬當做是本嚟行運嘅嘛。OK，咱講到當時個 security 可能先啊，你講話啷住人有成啷。哎呀，特別冇，maybe 英國有啦，英國有 Apple Pay 哦，英國。OK，so 咱個 Australia 應該有，Australia 時候有啊 ，Apple Pay 有啊，嚇 ，Australia 係行。幾百倍冇呢？幾百倍？幾百倍冇，幾百倍冇，藍色嘅 bag 有。Combank 啊，幾百倍。冇錢。錯咯，嗰一個 bank 嘅 China bank 咪是 CB bank。OK，咧 anyway，所以咱講 Apple，你人哦，咱咪就係講。CB bank 伊是 Samsung Pay，唔是 Apple Pay，伊是 Google Pay。OK，是咁樣買好咧 Apple 嘅卡嘅是吧？So 有 Google Pay anyway，你成日講 Apple Pay，咱講到 like online mobile payment 啊，你人是
because 現在方便數咯，有成個對到人講，哎呦，成個真正無 secure 呢咯，有人成個 feel 到成個無，哎呦，實在較好啊！我真係客人，我按款講嘅嘛，特別有後尾物件本好啦，我人即邊啲澳洲啦，叫貴100塊，你就會使跌咯，會使 Apple Pay、Samsung Pay 後面200 Pay 本嚟啦。然後特別最貴100塊，你就愛用邊啊？哦。但係你嗱啲迄邊是我諗冇邊嘅，我諗冇邊嘅呢邊。scan 冇 limit冇 limit 嚇。Tapi depending on vendor pun I think this is set because certain place 我不去啊，我就 still 要 sign。Tapi 我 US 就講落嚟 ，US 就國際 ，US 佢 still 用 signature 嘅，instead of 用 pin。哎呀，無清差啦，用 pin 本無計呢方便啊，因為我係卡啊，就撈啊，佢那刀了3刀了啊。哦，那刀用你卡。有一刀我哋做工嘅時，我係銀行卡我講。sorry 啊 ，sorry， 人查亂路，人被梅路都有啲大陸吞啊！哎呀，我講，就是早起時路時候，我啲大陸，我啲做工，我啲路棍腦嘛，伊講哦 ，OK， 然後我係咩事？伊人講，我人條內 touch 啲來卡幾那百本，有一個喺 Sydney，喺 Melbourne， 有一個喺 Sydney， 有一個喺 Melbourne， 伊人講內charge 上點上。And then 人 key suspicious， 然後我啲 Oxford 啦，我啲都見啦，然後嗰一個刀好加在冇先正時，早起時我開我 bank account， 我有啲馬來西亞，我開我 bank account 看，哇，後面數有500本嘅 charge 啲出嚟冇倫敦嘅 night club。然後我直接叫伊人啦，我講啦，我冇啲英國吞啊，我冇啲馬來西亞安怎，我係radio bank， 你講 OK，so 冇蝦米問題啦，伊人學我係 radio 對嘛，所以我冇輸 radio， 特別真正冇方便咯，因為你 freeze 咗嘅卡，你就俾單回人加入新嘅卡，你新嘅卡個新嘅號頭㗎了，你俾 travel。個 travel 哎呦，梗係麻煩。我不掉佢本啊，我不掉，我知道最近啊，巴魯加。呀，突出啊，我唔不掉佢。แล้ว出嚟卡都唔是 sign 咧，即係卡係用卡啊用 pin 咧啊。呢兩本是撈。少一條 number 最好睇。你 OK，so 我知道掉嘅時陣啊，我先至知你什麼係 last year 啊，或者知你什麼？因為我誒卡到。我看到因為我真驚你看到物件，所以我已經曉 set up 講那時我有蝦米 charge 啊，一類啊，冇人一類啊，嚇我都係呢個 message 好話咧就，對嚇，然後我就看伊個即個transaction 來後是咧500幾塊喎，到底大陸我真唔捌聽過即個名成呢名500幾塊，我知講我 transaction 有陣時我只做物件 payment 啊。學電話寫啊，咁嘅，咁我本身我都 debit， แล้ว我嗰陣我唔知係咩個，包括因為走去除咗，唔知寫咩，我被記啊，當然我都要看一除啊，甚至我冇俾筆名，แล้ว我去除只拍名只去，唔知咩物件，我被記啊，特別 after that 我看到嗰時我知係咩成績，我嗰時候就，呢是隻未清嘅company 咋。哇！แล้ว我ใจ唔是話咧嘛，แล้ว我到佢就話叫我 credit card 現時度解講，我就查下到啲 Florida 我隨 company， 啲 Florida 就係個 company 未清嘅 company， แล้ว我到 phone 佢咯，แล้วหลัง到 freeze 個 account 咯 ，freeze 個 account แล้วก็叫เขาว่า新嘅 credit card， แล้ว我新嘅 credit card อีก講OK， 我叫你5我斜講啊，是做工掉。如果如果伊5至到7日你看來啊，我講 OK 啊，有時我哋冚電話了，我係我特別用嘅嘛，我 credit card 啊，แล้ว我講我有8條，是講我下一條咧，我是叫嚟我 travel 嘅 credit 嘅了，接到合併嘅嘛，啊是我唔係我對馬來西亞被極端，因為我用佢哋嘅俾咧，我係騰咗幾 point 嘛，所以我度講我俾我拍電話都聽佢講。我俾用我 credit 咧，伊講 OK， 我 overnight 嚟好咯。
伊別講直頭 offer 我 overnight 性嘅嗬。แล้ว好啦，呢個又妹啦嘅。แล้วว่า and I tell you what it already issue 咧就that 5 to 7 days 嘅กัด啊แล้วว่า馬仔我度貼談我係先嘅กัดแล้ว伊講 OK 如我講伊講我馬仔呢度係少談先嘅กัด特別如果5日到7日入面你少條另外一點還一點你 dispose 起嚟啊因為啲存咗就阿 John 我俾講你講物件你買落飛機票是你做 online 是冇啊你買 online 嚇成個我買 online so 你行李是你用 credit card 嚇是唔是嚇所以你是用 credit card 啊有到伊人講啊你 check in 嘅時你去伊 check in desk 時你就要互伊人看現下咧 credit card 你用咩嘢飛機票嘅你若是有虾米 fraud 卡你嘅 credit card 伊人就是要換你嘅 credit card 啊你就未 prove 啦嚇就未若是真正風險咪麻煩啦嚇哎呦我冇笑到好實在咯你冇企條你看係啦แล้ว我是對後面我未見㗎แล้ว我當見嘛我有一個 list 就我有一個 list 我寫起來後面 account 我 today 冇個但冇 last this week 冇個 update 嘅我係那些我興就這些嘛因為我就行嘅寫下你我是就探我哋 credit card point 嘛我 travel 有3刀嘅 point 啦แล้ว我จาก外口有3刀嘅 point 啦แล้ว我是但是我是個 special discount 成個當機咪咧成個你去咧 Costco Sam's Club 俾咪件是5刀嘅 point 所以我就特別用最少嘅 point 我係睇 maximize 嘅 point 嘛แล้ว我用啲 point 我係 claim 我背幾多嘛แล้ว咪是我咪是啲寫掉我當機我係 list 啊 in case 我 credit card 係講會掉換嚟講係我再講我係咪 account 特別結換啊定到啊冇啊，我就想 OK 啊，確定下即係嚟冇 renew，我 bill 冇好，於是成個變做我未記講我用得上 credit card 嘛，然後一換 credit card number 嘅時，佢就 number 就派啊，所以我攞晒 services 就 cancel 就定到嘅時。哦。而家是一卡就 cancel 嘅，我冇係先啊。就。有時我邊咧學見 website 都咁掉保險。誒，我咧 web hosting 用嗰啲 credit card 嘛，我未記起，你我前年學一刀年嘛係咧。哇，響本啊，嗬，響嗬。OK，所以咧講你 security，你 phone 嘅 security 我去一個 restaurant 食物件嚇，我要用 Apple Pay 學啊，伊買學我學喎。一個都it's bad. People will steal it. 講because it's on the phone. Everybody can steal it. 咧叫佢講買好。แล้ว用咧流 accept 都做用是你 payment 啦。伊買 accept Apple Pay，伊講樣定到，伊講我อัน款就用 hack。你真係冇明白 concept 就係。I don't think so 啦，伊might take อัน款嚟啦。特別對伊嚟講是冇有 surchargeable， 伊人有 surchargeable， 伊人若是 take Apple Pay， 伊人有 surchargeable。Okay, not on the vendor 啊，伊係 bank 就好。Apple Pay 是一個 facility 呀嘛，伊唔是一個 card 嘛。但伊嘅 surcharge 是啲伊個 credit function 裏邊嘅。然後你人知啦，迄款你給啲迄個 credit card 嘅物件，是 bank 出嘅嘛。我人200萬啊，我人下250塊一個機器一個月啊。我做生意啦，250塊我住累。所以你是講咩？你是你一個做生意嘅人，你就學做生意250塊。愛隨啊，迄個物件，特別咧 Apple Pay， Apple Pay 是merchant 啊，迄個 Apple machine 啊，我人喺這邊叫。迄個 merchant machine 啊，特別 Apple Pay 是一個 software 然後你加你嘅卡嚟 virtually 用你嘅卡呀嘛。伊唔是 Apple Pay 就 charge 幾類 ，Apple Pay 就 Samsung Pay 就 charge 幾類嘅，唔是啊。伊是because 用咗對上嘅 credit card 嘛。But 就我知是誒，問人攞 Apple Pay 是伊個，伊想講嚟說是 Visa 嚇，冇伊bank 就是 issuing 嘅 bank 就學 Apple 是淡薄會 cut 嘅。
特別伊唔是到啲 consumer 會 charge 啦，伊冇 charge，伊唔是到啲迄個 merchant 會 charge，伊是到啲伊 merchant 會 bank 嚇。有可能因為只擺 bank 只那時擺伊咪個 Apple 合作嘛，換當時。不知等下這人用嘅時間都冇法咯。你即係未識有借杯咯，還沒杯不如啊，阿頭杯不如咋喲，驚死人啊！媽媽杯，佢就就真係事。啊，有，嗰了有，還沒杯嗰了不有，我甲你講，唔知住拍住本啊，甲你講。特別係時候本地卡呢，外國嘅卡未用嘅。啊，未帶咧嚇，未白嘅啦嘅嚇。但特別我教啲嘢背記鋪嘅時，我會用 ERL 對啊 ，ERL 講會用 Visa Pay，特別人嘅 Visa 卡未用，人是外國嘅 Visa 卡未。ERL 係咩？Express Rail Link。ERL 是 Key Central 咧啲啦，baru 20分鐘呢。哇！真係快嘅，嗰啲 KLIA。KLIA 2個蘇邦路。你講點個一個新嘅出，應該是監錄 for ERL 咧，Touch and Go Pay。我有 Touch and Go 啊 ，Touch and Go 弱股了。唔是，伊同伊出 LA Wallet 了 ，Touch and Go Wallet Pay， 用 App 先。用 App 先啊？用 App 先 scan 你。我有 Touch and Go 卡，所以我用啲到 gate 嘅時啊，係咪啦parking啊，係咪泊車嘅位，泊車經我用 Touch and Go 卡方便。同佢用 scan 你咧，用 handphone 你啊，你帶個你嘅 Touch and Go 嘅卡，啲你嘅 handphone。得，我取 app，Touch and Go 啦。嚇！你講啦，但是用電話嚟接你嘅 Touch and Go 嘅時啊，你啲到啊，你應該你電話咪死。係咯，哎呦，我 accidentally charge 啊！我唔知咯，唔知但再。你講係咪未見啊？你講電話架啦。我又講啊，用 handphone 啲 Touch and Go。哦。誒，攞跑喂。哎呀。哦，你錄你 keep 你 account 啊？我甲你講 ，buy one get one free 啊 ，for movie ticket。你即係你 payment 後我會用我冇Touch and Go 喎。Touch and Go 卡。你去買一張爾啦。哦，伊是會 credit from Touch and Go 嘅 credit 嚇。啊，對。แล้ว你使用你 phone อีสิ scan 下 barcode 呢成個你 QR code yes 嚇個 QR code แล้ว如果係 reload 用你 credit card 嚟 reload 你咩去隨你 kiosk 嚟 reload 咧用 US 嘅 credit card reload 咯應該會啩喲笑我特別聽話你100有1幾啦冇有啊當今啊萬山冇啦同你打成個萬山我唔使啦啊誒我就 to be 我就希望你萬山能少累嘅啦睇少 accept Apple Pay 或者 Glass 咯。再你成日講成日中國學鐵嘅阿妹實用 WeChat。啊，是咧，我同你講咗，我係過去啊，同我頭殼聽咯咋，同佢伊當嘅 WeChat Pay 啊，阿里 Pay 啊，咱無通用，都係叫中國人接。馬來西亞通用，但我去中國嘅時，伊咪學用，伊都係叫你接 China 人民幣接去那邊個會使。免啦，我靠我 friend 用會使啊。有影，你嘛行我同佢未接過，我計驚。較早係伊是用，因為馬來西亞會使用啊嘛，新加坡嗰邊使用過嘛。因為還沒數走 ，because 我 housemate 了，我大家好多淘寶買唔見嘛，所以我本是用 WeChat，所以想用本是 transfer 累積去，伊叫為馬來西亞 friend transfer 累積去 WeChat，咁 WeChat 後邊換行累咯，想。對嚇，有阿里 Pay 呢？冇用阿里 Pay，用 WeChat Pay。哦。應該中，你看我 Apple Pay 有一條一格。看。單我俾佢哋。按照個 WeChat。哎呦，你會 hand check 呀？you know actually 我想講 Apple Pay 你會使 hand 一個卡呢，你會 hand 幾多條嘅嘛？嚇，即係條。哦，所以你按咗經啊，你按咗經，你俾行李時按咗經。你行李時候，你咪是 double tap， OK 我 show 你塊。哦，即是講經。你 double tap，你經你會卡。哦，喂，scan 埋邊，然後你 from 這一啲，然後你使經 which card 咯，你使 default 嚟 card 冇嘢使啦，然後你使講 OK 嗱我經。
我經誒冇即係話 AMC movie ticket 單。OK，我係過一個，我看我係過一個嘅。但是你 bank support AA，你係什麼都冇可能，我可能有一條呢，我可能會用我 MX。會使你使 any 格嘅。係咪嘢？哎，英國啲，你 AMX 啊，假如講不是真正巴黎啊，假如講eBay啊。冇佢情況嘅嘢，伊冇 send notification 你啊知。你使 set 你唔是咩？你 online 我 set 了，伊冇 send 我就是奇怪點知伊手飛機單攞千幾塊，誒，這冇 send 嚟，我馬上 in the second 一頭過，哇，梗係驚呢！我特別我是用哇，依你教伊協銷英文 cut 嘅哦。呀，好啦，協銷英文你網 show 嚇，應該出來啊，為了 security，你人嘅 expiry date CVV 嘅 card number 加咧係好啊。加咧好啊，本表見 AMX 是4個 number 嘅頭頂呀。我是夾病做講嘅溫大愛好啊。我仲是你行。OK，會使。等我一個點嘅 add 掉。Okay. Make sure you set 你 default， 冇你含條格啊。你 make sure 你經到是條格啦，你俾何事？安怎俾啦？冇 Apple Pay。馬來冇 Apple Pay 過後。So Apple Pay 啊，做咩？你行你要教人解釋就係看，做咩說 Apple Pay 較 secure？我係在等部分啊。Okay。耶！仲有嗰個線咧叫 Google Pay 哦。係咩嘢 ？Google Pay。Google Play 啊？線咧。Google Pay 唔是有隻股咩？馬路出冇股呢。哦。Google Pay 咪是 Google Play 咯，就是 Google Pay 啊。特別 Google Pay 㗎佢哋不，你叫咩啊 ？Android Pay 冇上嘅嚇。冇上。Google Pay 是 Google version of Apple Pay 啦，I think 是。對。我冇股呢。伊是咪你出冇股，是咪你 launch 冇咗股？應該是咪你 launch 冇咗股？Maybe 到 US already 有隻股啊嚇。US 應該是有隻股啊，睇到新加坡咪你個 start 冇股。because 我係記講 Google Play 我不有，我 because 係 link to 我當然我係開，特別伊。你愛用乜用咩使？你佢使會即係用使上 discount coupon 係咪冇會嘅 Google Pay？對。因為佢咧往這邊新加坡真係只，但係本是 e-commerce 嘛 ，online pay 唔嘅。你個新加坡有 Apple Pay 嘛？有 Apple Pay。我只隻啊，我 Apple Pay 是比較方便。Apple Pay 方便個 secure，做咩 secure 咧？secure 意思就是講伊安尼用呢邊是用呢隻哩不是用呢邊是俾伊先怎伊會特例 transaction 呀，你用 credit card 何時啊？伊嘅 credit card number 是冇相嘅，伊 generate 新嘅 credit card， 所以你若是講人 tap 你嘅 transaction 呀，伊到你買一項 ，OK， 你去買一罐水，揸隻 ，OK。伊個 credit card number 是另外一個，咁你 card 裏面嘅 number 冇相嘅咋？然後你過去because 伊 encrypt 嘛，然後特別係你是 OK， secure 嘅位置唔是到黑邊嘅， secure 嘅位置就佢伊有自己一個特別嘅電話嚇，有 either 是一個face ID 或 touch ID 嘅嚇，伊有伊嘅 security enclave 伊收到啲伊裡面嘅伊個 phone 嘅 chip 嘅，所以你未成講時常換 touch ID 嘅 chip 嘅呀。你睇先裡面有 Apple approve แล้วsecurity 伊面，咁你 store 到下邊嘅。แล้ว when anything that go out from 伊 chip 嚇，咁แล้ว transmit 面嘅，咁係 encrypted 嘅，所以又貼掉本開啊，伊 number 是冇相嘅，特別。你未用嘅咯，伊 generate 掉 number。那是講 phone 碰機咧？phone 碰機，那是講伊樣冇你嘅家裡，還是冇你邊嚟，咁咪是未用咯。明白哦？你特別用你格嘛？你咪拖 Apple Pay 起來咯，你咪特別行你家裡咯。every transaction 都愛幫家裡個。OK。所以特別 transaction 嘅幫家，特別鈔票咧，現在鈔票呢，我唔係鈔票就我話鈔票就啲
啊，你我等下佢哋話，誒，是唔是啊？安怎 Apple Pay 啊？嗱，佢哋話一邊手錶會使學啦，手錶會學 Apple Pay 特別手錶嘅呢，你稱你手錶去嘅時候，你就變係你 passcode 嘛，然後你也是用你嘅電話嚟 lock 嚟講咧，你看裏邊也是 scan 你就你手印嚟講。伊 approve 嘅你手錶若是無離開你賠咧，你就使用你手錶來學咯。你手錶若就偷起來呢，你佢就被歸還 security code。都無插安裝，你就被用你個機邊是用你 security code，然後你計接去。就你是伊是第 secure 是，那你看應該中我是用佢咧，用伊個 AirPod，伊聲就好。哦呀。毛毛菇，我買了啦，第二都好啊，係你嘅 apps 個就。哦，我真正 suka 咯，毛毛菇真正方便咯。OK， Jabra 隻伊嘅聲就啱就講嘅。特別下 Jabra 伊真係奇怪喎，伊 pick up 後背嘅。嚇？邊一段？就是咯，伊 defeat 個 purpose，伊成日你 surrounding 嘅 pick up as loud as 你嘅聲。特別伊誒第一好嘅是會使上誒哪聽，伊 waterproof。咁我買掉啦，我買掉好似第二節Thanksgiving sale Costco 嘅好似條 Bose 99個 Bose 嘅 headset 啊？嚇，我買掉啦。我定是咩樣呀？哎呀，咪講我哋啊 ，OK security OK 啦，即 security 可能騙不過即讓那是會去見看邊啲學見先正錄音加 buffet 咧，或者節咧讓對使去邊啲學見 .com 邊冊Facebook.com/邊啲學見，然後去下邊 vote 看你愛買個。I think maybe 啷聽到啲錄音是已經我哋 decide 起啦 ，live 人見唔到呀。然後拜個是拜啦，然後看第一隻人嘅往到底經係節嚟做咯。OK 哦，了我希望只隻人，我希望100人嘅，搞傾偈。OK， 感謝各位聽眾，是聽這禮拜特別嘉賓，同埋就冇人都未搞到上話對住啊。當今作證嘅個是個獨白，不是不杜馬用啦，豆嘅啦，英國中啦，大粒包、豆沙包，阿韓啦，蘑菇啊，走起咧，普吉胖胖，威威娃娃，我就比個有大蘑菇，大粒頭，合餅。好啊，你特晚係緊冇嚟掉，冇講掉。嗰種啊，攞嚟叫嗰種。你好鳥。OK， 了這是哪禮拜嘅講嘅了，人哋話拿講拿雙講嘅別講，你講你嗱講係嘛講。你嗱講。了人哋禮拜嘅再見 ，OK 了 ，OK， 拜，等陣跟你講啦。拜拜，謝謝，拜拜。卡 editor 阿家好啊。嚇，卡 editor 搞得好咯啊！expiration date 啦，你會卡啦。等陣我俾我 re-record 喂 ending 㗎喂 opening 佢啊，等陣啊。OK， 各位聽眾，當今呢往是各位聽眾，當今往的是落個一邊性啦，你冇人講只等啊，所以特別這裡特別搬咗攞出來辦，然後讓聽到一出下禮拜個到底嚟聽我人講啊，講 Apple Pay 啊，講 Google Pay 啊，Kiki 嘅物件，能夠到底嚟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搞掂。等陣告訴你一個，等陣啊 ，opening 嘅這是。哎呀！
哎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我哋都來收聽本來學嘅節目。這禮拜咧，我人講，我人先啊，該濟人，我人先啊，原來本來學嘅人。然後是只濟告訴講，只長啊，準備錄音就要分做兩段啊。OK，當今咧聽第二，頂一禮拜講無了，接落去講嘅一禮拜。OK，好勢 ，OK 咯，好勢啊。OK， 當今個開始呢，我個寄 email 好啦啊，應該登錄少少 email 嘅 link 哦。how many email link? When you join this chat, see. Okay. 啊，有兩個俾你 YouTube 看未？啊 ，YouTube 未看過。哎呀，是 YouTube 就半兩段，我哋見你 YouTube 半兩段。OK，YouTube 未看過。YouTube 嗰邊咩？YouTube 嗰邊頂一禮拜episode 咧，就正訂啦。咧，但是你要 subscribe 咧，係你就正 subscribe 咧，訂你正嚟講話有 live 嘅時候要通知你啊。Bye。依家你講幾時出嚟？